嘿，大家平安。今仔日是咱第今仔日是2024年7月初6，是咱第137回世界台湾文化论坛台湾文学欣赏。我是今仔日的主持人润呢。咱今仔日的主题叫做一样创作伫百样病。主讲者是水控 TOP 明显，对，伊即马甲我伫共一个现场，等下应该刷这个大家看着。伊即马甲我伫共一个现场，对，毋过我著简单开场了后，再甲时间交互伊。大家看到龙哥遐拄有讲，即张宣传海报做甲诚水，毋过看拢无啥，拢无讲今仔日咱到底是会听到啥物，对，到底是要来讲啥，咱会听到啥。大家当斟酌看一下即张海报顶头，就是有这是台南一个路边，路边的壁就互喷台湾国旗吼。即张上内底有台湾国的旗仔，佮有后壁有衫顶头就是写独立的独，烟头的乌，佮有则是即张相是粪扫桶顶头喷有人甲迄个车轮的即个马裤等入去粪扫桶安尼，所以咱伫海报顶头看到即款内容，对咱就来看咱这嘛是今仔日，有啥？今仔日的讲者有人的麦克无关哦。我来甲关。好，安尼这是今仔日的，这嘛是迄落伫路边，迄阵2020有人喷的，就讲无2020即马讲无语已经无做啊，你敢有愿意开始讲？毋过选项是两个，拢是否定的吼，对，对，迄阵伫路边看到即款物件，大家通常即款物件，就大家若伫路顶看到，就会翕相，抛去一寡面册社团，是家己的面册，讲我今日看到趣味的代志。基本上这就是中间遐嘛一直咧讲，定定有时我写一寡迄落囡仔记录囡仔的代志，讲行为艺术家。毋过这就是，迄对阮来讲，迄是阮毋是超工咧做一个艺术家，毋过今仔日就是有意识咧做艺术家的人是安怎产生的？伊即马就对即个喷漆行，就是咱会当看到遮个物件，就是伫迄阵咧壁喷的时阵，阮互囡仔练习先喷伫纸，是生做安尼。这房仔拢爱先做好势，就这房仔就是因的一个设计甲工具。这是迄阵阮2021的台湾国，对，带囡仔对做伙去设计因要爱的物件，对，就是对，就是啥哪要讲这个看起来介像，就是咧算，毋过到底过程太开是。吵诶，就因会嫌擦足吵诶。会当看到，就是其实这是其中一个创作的过程。我确定大家就是看到这影片，是咧想啥？对，甲心头敢若看到迄款路边的图，迄阵心情敢偏无共。就是咱会当看到可能迄个路边的喷漆，问咱敢搁要讲无伊无做，敢有要讲的时阵，他们感觉足趣味。毋过敢有想过着遮个物件，迄款后壁可能是违法的，对，违法，会有啥物风险？有啥物效果？迄个过程是啥？咱应该用啥物心情看待？就是咱台湾独立建国嘛违法啦，对，就是可能今仔日会去讲了一寡遮的物件，就搁有
对，就是这小可亲像讲，这是这是迄个苏明因迄个读大会迄个大纸啊，因迄个听讲迄个时代就是因创代志了，因就是会伫代志的现场打这啊，对，讲这是表达意志的一款行动对啊，今仔日对可能要讲的，就甲这真相像对，安尼我就先甲时间交互塔普，好，安尼就对你分享，好，话安尼该你分享。好，安尼好，这 video 无对面哦，爱调一下。哦，我会说爱对面敢是？大家想要看你讲对。好，大家好，我 OK 是塔普。好，我即马咧分享的是另外一个画面，安尼大家敢看会到？有有吼？有，好，好，安尼开始讲。我感觉先感谢有这个机会来和大家分享，嘛顺续去整理这相片甲资料，就是过一摆了解讲哦，原来我咧做啥物代志，这日子有偌精彩安尼。我这泡沫写毋着去啊，今日是7月6号，好无要紧，就是舞这物件甲想办法，甲别人解说是无共款的感受，或者着有这邀请就来试看觅安尼。好，今日的创作是，今日的主题是一种创作伫摆有病。我感觉，我敢若是，就是这是一个思考的过程，就是哪做哪行哪看，看有啥物感觉安尼，就是对，大概来甲大家分享。好，这是，大家安尼敢看到画面？有吼？好，安尼，这就是迄个即礼拜就有人谈路人，就看到讲，迄个就是有一张大纸，叫做干那是你，对啊，就是一个，对对，一个黄昭华先生伊去台南的时阵，谈路边翕的，一张大纸安尼，对这大纸是我打的，对啊，就是我感觉这代志就是，亲像讲，我若囥咧路边安尼，就是你经过，你毋免花钱，你嘛会当看会到这物件。就是我待在遮，你就甲我看，就会当有一个互动安尼，对吧？好，我感觉我想要开始做这个代志，是安怎是艺术安尼，感觉就是大概为这几个阶段开始讲，第一个是就差不多我，其实本地生活内底就会有讲台语，当然嘛会晓讲，就是像我大汉的人，佮有外口熟悉交流的朋友安尼。毋过若真正正经捌台文的时阵，是2017的时阵，就来讲这个部分。好，啥怎我捌着白话字的时阵会对我造成遮大影响？我感觉。有一个最重要会互我感受最深的代志是，大家敢有看到这个物件是啥？青阳灯，对，这是青阳灯。迄个时阵就是南台湾的少年家有诶，就是会去做佚佗啊。咱就是咧，迄种人会讲是百家将啊，就是这三个头毛的是我拢用过，就是迄算讲，迄个时阵就是咧过安尼款诶生活。佚佗啊，就是咧路边，就是或者就是家饭家庭啊，咧食薰骑脚车，黑白耍，对。无就是去公庙斗相共安尼。毋过其实嘛无做啥代志啊，就是四界弄榴莲安尼。毋过有一摆就是嘛会去唱卡拉 OK 啊，这种。这种就是感觉足赞诶，就是会当食薰，阁有冷气诶所在。
啊，就是都袂歹。啊，有一摆，迄个因为淡薄考实在朋友遮拢讲台湾话，啊，迄工就讲哦，安尼敢要迄个时阵是面册拄好穿起来，网络嘛穿起来，大家就有迄个翘手机啊安尼，啊，迄阵就加一个外口实在朋友讲好，安尼咱来加遮面册咧，安尼遮方便招。啊，毋过就是转去诶时阵，我就看到伊送信息来诶时阵，伊是写中文，就问讲，迄个当时敢有闲，敢要出来耍？我就讲，干，就是迄感觉毋对，这人是啥啊？就是平常时讲话诶人，甲写字诶人，就是我会感觉斗袂起来，安尼，这感觉到底是啥？我毋知影。毋过就是我就感觉足奇怪，安尼刷来，迄个时阵我就好，安尼手机就莫用，我就会当敲电话，我就敲电话，我就莫拍字安尼。好，啊，就是感受到这个分别，就是敢若讲无共款语言诶时阵是无共款诶人。毋过这嘛是实际上我学白话字了后，才知影讲哦，原来咱台语是另外一套要互掺起来诶语言，安尼啊，用无共款诶语言咧生活诶，逐表情还是逐摆咱讲出来诶话，拢咧表示一个立场安尼。所摆我就感觉哦，就是知影有台语了后，我就知影过去遮个生活哇，就是我竟然开遮个时间咧糟蹋台湾诶，就是我会当选择台湾，毋过我无，啊，我走去徛倒一边咧，对啊，就是，我就一直咧思考，安尼到底要安怎，我会当做啥？啊，我感觉就是这是一句，足侪人有讲过诶话，就是无迄咸着路诶，一切拢是上好诶安排。我开足侪时间咧了解，这项代志到底是啥物意思啊？敢是啥人咧好笑，还是就是敢有影安尼？好，啊，毋过后来就知影讲，哦，足侪发生过诶经验，就是遮个代志拢咧教咱一寡代志，啊，遮个代志会累积了后，就是哦，总有一天原来是安尼哦，对。好啊，迄时阵，这是一个影响我足大诶组织，这叫做倒数出代志，对吧？啊，迄时阵拄捌2017拄捌白话字了后，啊，这内底有几个人，应该是大概2个啊3个，或者有一阵人几啊个，啊，因就是哦，去迄个时阵去做兵，去做中华民国兵安尼，啊，做了后，就是因有摕到一条钱安尼。啊，因就感觉干袂瘾，袂瘾摕些就是中华民国互你诶钱，安尼煞好，安尼要来创啥诶？就甲遮个钱摕来办一个活动，安尼。啊，这是就是迄个时阵咱台湾第一个本土语言办诶音乐节，安尼。啊，拄好办伫咧10月10号，办伫咧台南，后壁诶百货公司诶门骹口，毋过。敢若办到一半就去互就是赶走，讲哦，恁这是政治运动，袂当安尼，就拢叫恁包款款诶安尼，好。啊，后来就是活动煞了后出代志，调解委员会，就是这是一个组织啦，就是因逐礼拜后来变做阮逐礼拜拢会谈台南一间叫做富城古册店诶所在，啊，遮拢是。规日就是逐礼拜六会办活动，啊，就是用台湾话来做各种任何诶代志，比如讲会有看啥物电影啊，讨论，比如讲倒算，还是出去行搭，啊，啉酒袂行，就是每日就是其实是介袂正袂经诶活动，啊，每日大家嘛毋知安怎，就是每日人生出来，啊，看代志安怎发生才去讲，安尼，对。啊，我伫内底，我是即个，对，啊，后来就是香港就出代志啊，对啊，就是安尼，咱南台湾诶人会当创啥咧？就是，这嘛是一个音乐节啦，啊，就是嘛是非常清楚着表示讲，哦，这就是反送中诶迄个
活动，安尼所以大家来到遮，共款理念的人就会集合伫遮，啊，看咱会当做啥安尼，啊，遮就是有一寡可能，就是遮朋友拢，安讲咧，算讲遮个逐个人啊，佫毋知影要创啥啦，或者遮个人的理念会，咱甲啥物款的人斗阵，就会受到因的影响安尼。所摆我也毋知影，就是会安怎，或者就是生出来算才讲安尼，吓啊。好，啊，迄个时阵手机仔欠的相片，就是拄仔香港出代志嘛。这面顶写的是讲，若是插头杀人的时阵，安尼咱爱较有奖。好，啊，后一张这对，其实我嘛是若咧思考，因为我感觉，着若学白话字了后，就是因为生活内底其实中语足济安尼，啊，咱要安怎抵抗，咱要安怎选择家己要诚做啥物款的人，就是逐工拢有足济冲突。所摆我也毋知安怎，或者就是生活嘛是爱过嘛。啊，我就欠一寡可能我感觉啥物水，还是安怎，有啥物有感觉，或者就先欠，我嘛毋知会安怎。啊，这就是迄阵2020的选举，对吧？啊，欠一寡图，啊，有的人就是会踮遮写一寡 hate，就是我讨厌这个人，啊，这个人就讲，啊，这就是一个好，安尼就无需要开时间讲这啊。所以就是我的相片手机仔内底会欠足济，毋知咧创啥的。啊，这是一个音乐set。我想要放者。无聊。为就是有人啉酒醉啉到送病院。好，啊，这个时阵，好，咱就继续讲好，这好啊。所以就是出来是了解委员会嘛，是会逐礼拜六拢会办。啊，过来拄仔好，这个时阵是2020的时阵，啊，拄仔好2月28号伫咧拜五，安尼就好来。安尼这礼拜活动就刷到拜五来办安尼。好，啊，这工就会发生一件代志，就是这工的讲者就是这个人，啊，伊是一个算历史的学者安尼，啊，伊是规日就是研究历史的啦，啊，迄这工就咧来讲咱228的代志。刚刚的就分享讲，啊无咱来去找迄个通知章，啊，因为这个府城古测量到通知章的公园，其实有差不多行路爱行15分钟，还是20分钟。哦对啊，就是爱行过火车头，一个头前，一个后壁。啊，毋过毋知影啥，然后迄工大家有足少，就是拜五暗时啊，就讲好安尼来行，啊一群人，因为平常时啊嘛无遮个人，毋过今日特别侪人，对吧？就是邀于台湾人的人嘛是真侪啦，啊毋过就是爱听候大家团圆安尼，好，啊回头就开始行路安尼，好，啊后来行到一个桥骹的时阵，就是看到有一个慢，啊毋知啥怎身躯顶拄仔好就有贴布，嘛有纸嘛有笔，安尼就讲好，安尼来甲大家教一下好啊，就是你就是讲这是安怎读哦，这是慢，对吧？对吧？啊，所以就会踮遮写，啊，迄阵拄开始写尔，就是声调佫会写毋对，对吧？这就是会写白话字，写一个慢，毋对，啊无佫写一个补充一个台湾国好啊，对吧？啊，迄阵逐个就会好，安尼就是台湾国，好，啊，经过地下道就继续一直行，安尼，对吧？好，啊，到通知章公园的时阵，就是已经有足侪人就会上摆，毋知影，就是足侪朋友会已经去遐献花啊，因为足侪人拢会记得28的时阵，通知章先生安尼守护大家。好，啊，行到遮啊，煞要创啥？就是大家嘛毋知影要创啥，或者就一群人少年啊，就
我明仔无代志，就散步来我遮，来要创啊？即个时阵发生一件代志，我袂记是谁讲的啊，就讲是来开直播，就是咱就来开直播啊，哎，我很痛。对吧？安尼咱来看一下迄天暗时发生啥物代志。我敢是来先切掉。没，我知道。你晓敢拍着？哦，毋过是迄个。哦。刚刚开始下的。大概建国的风声等你走了。危险！你敢有听到？危险！建国的风声。听到无？有听到风声无？是哦。是哦。台湾人。台湾人，好凶。上过。台湾。建国的风声上过。真蛮算。pass。想到这建国的风声真传。传出去，把建国的风声传送出去。已经建国。等你建国ING。建国。玩笑话咧看尔。会家看就家己的。家己看家己。闹人错。家己看家己。家己看家己。是哦。是哦。专用。来。我会想问。即马。即摆是台湾风上头。即摆一定建国啊！已经已建国啊！经建国。你敢有听到建国的风声？若无，你即马听到啊？建国的风声当咧走楼。搁一摆。建国风声当咧走楼，你敢有听到？有。你跟我要等去。安尼我搁继续分享。好，咱回嚟就是一个真无正经的代志，大家嘛毋知影创啥，对吧？回嚟我感觉安尼嘛无要紧，回嚟咱固定的人出现，遮个人就会熟悉，就会互相信任。代志发生的时阵，自然就会传了足紧的。好，安尼有画面吼。好。这是一个迄落出来一条安委员会，就是迄个时阵的组织。即马无咧使用，因为大家有家己的代志安尼好。毋过伫面册 Facebook 面顶嘛是看会到，当初是办活动对啊，嘛是会看到风声对吧？迄个时阵的风声，搁有办活动的即款影片安尼。好，大家有趣味当去看。好，搁来即摆到第二阶段，就是为出代志到混杂，好，回嚟迄个时阵写慢，我就感觉写遐细，谁看有啊？无来用较大咧，对吧？就是我感觉好看的代志，就是爱招大家来做伙看，安尼，对吧？就是好，安尼来写台湾国课搁写毋对去，毋过无要紧，回嚟我咧做我嘛啥物拢袂晓，嘛毋是学相关的，回嚟我电脑拍开。我就拍这个字拍出来，好，就去写文影印出来，对吧？好，搁过几工，我就甲伊变做房就是我有摕迄种，我毋知倒位捡到的，回嚟就是我感觉会做用的，对吧？会当砍的，好，就妙咧，甲砍起安尼，好，这个弄啥？回嚟迄个时阵的活动就是，嘛是蛮少奇奇怪怪的啦。对吧？就讲啥物想要领台湾国身份证的人发声，就是一个袂晓挑代志，专门出代志，一个秘密的会议，请大家来安尼。或者嘛是足无正经的，这顺序敢无啥人犯？迄个时阵就是，常常就感觉
因为譬如讲美国开始的嘛，这个谈路边车名的文化是伫美国先开始，就是迄个时阵有一个送批的人，伊就是因为送批这个工课会当互伊四界学袂走，伊就会写伊的名，写一寡数字，讲伊来过遮，伊做甲足够的时阵就是可能这规个城市的人拢看过伊，拢知影我有看过这个人写字呢，对吧？我就感觉讲这个文化传来到遮，就是这是台湾的，安尼就是爱来写台文啊。好，安尼我就开始迄个时阵手机的相片就开始因为我帮做好啊嘛，安尼我就会开始唱讲遮有空位，遮有空位，倒位会当写安尼，对吧？手机的相片就开始的一寡奇奇怪怪看袂出来到底翕啥，对吧？譬如讲遮有一个南无阿弥陀佛，对，其实。有诶物件，敢若社会稳准，伊就是这种是非法诶嘛。毋过逐个袂去甲伊插，因为就感觉安尼较，或者就是这种物件会当淡遐留咧，无人会去甲伊处理掉。我就想讲，是安怎咧？好，第一个伫4年前，差不多三月诶时阵，就甲伊喷去安尼。这是新老病的后壁，就感觉这位袂歹，好，安尼就写。毋知定定坐这个以下的人会想啥，或者我已经写，对吧？后来就是开始四界学袂写，学袂分，对吧？一开始咧做这个代志，嘛是爱拢等半暝啊，因为惊互人看嘛，嘛毋知影这个我安尼做到底是好还是歹。毋过或者我感觉有感觉。我想要安尼做，我就去做啊。对，就会四界学袂写安尼。后来甲即块房仔摕去通知中诶迄个公园，因为我就会感觉，迄时阵佫会感觉，这敢是啥物公园，还是古迹，还是啥物会，就是这个所在敢是莫学袂用，安尼我就摕房仔去放咧遐安尼。好，后来就感觉，干，其实遮物件，即种伫路边台湾。路边定定会出现的，就是伊个铁皮甲包包起来，淡遮就会写讲这要去啥物物件啊，这电话啊，这地址是倒位，这是啥物公司？若是遮，其实像讲遮一定爱用中文来写，咱会当用任何咱想要用的语言来写，而且若是譬如讲若青色安尼白色的线安尼，可能一格一格写出来，你若搭咧路边，其实。大家嘛袂去甲注意啦，因为就会感觉这公家诶，或者就是有足侪开始想芳。好，迄时阵看到路边诶即个，这拄好嘛是一间要拆诶厝，就是可能足久无人住。我就感觉这个足拄好诶，就是天公伯啊传来设计互我讲来这位交你，对吧？就。一直喷，四界学袂喷，手机开始会对足侪即种，遮有空位，遮嘛有空位，遮嘛有空位，当写是咯。迄个时阵相片旁有一个叫做欠喷，内底全部拢是，就是遮有空白，遮有一张纸，遮有白纸，遮会当写安尼，这个功能嘛是，就是遮是安怎白白啊，安尼来写安尼。好面顶这张是迄落手机迄落手机迄落拍电话拍有开，就是若安尼甲照，就会变安尼。这拄好就是我即马有一个考试的迄落相片，就是放这张。迄时阵同一个时间，台南嘛有一个就是做这种模仔，伊嘛是会。四个学袂喷，咱两个就是拄好同一个时期咧车拼咧。就我毋知影是啥，伊嘛毋知我是啥。或者就是伊会写讲找人，啥物查某囡仔165公分，安怎伊失踪伊穿啥物衫安尼。遮有对啊，就是伊会讲可能2020年3月9号去互人看过伫遮安尼，伊遮就有一个镜头。我就甲互动啊，就是甲拍一下招呼，就是伊捌伫台湾国去互看过，安尼，对
除了共款4个月写了后，就是嘛会直接用喷擦，就是啊，安尼莫擦无啊，若直接写会是啥物感觉？哎，哦，这是顶摆讲着遮，过来雄雄，毋知影是安怎着喷去遐路中啊，对吧？因为本体想讲即种代志爱密起来，即种爱暗时啊，毋过即间毋知影是安怎，我感觉着这位足水诶，我着甲写咧遮，就是迄个台南新学院着淡遮，就是伊甲新老病院中诶即条路，毋知即马敢搁伫咧啊？好，搁有即种就是我若看到有位，我着会一直写。这是迄个时阵看到诶一张足趣味诶大纸，毋知是啥做诶，嘛毋知影啥物意思，毋过诚水。好，着继续4个月袂喷，就是我着会一直写台湾国。即个人我诶对手伊嘛一直咧喷，对吧？就开始欠一寡即种就是台南火车头附近诶巷仔。你看，即种物件嘛是有诶啊，毋过是安那大家稳注意淡薄，他们是啥物我是想吼，啊？有一个介绍啦，伊讲你对河洛话有兴趣啊。迄个有人无关麦哦。OK 啊，好感谢。好。迄个时阵我就是有创一个口罩，就是因为有一个亲像 Facebook 共款诶迄个社群媒体，伊叫做 Instagram，主要拢是相片为主诶。即个名，即个算讲网站诶注册就是袂当有共款诶名。迄个时阵，阮出代志内底诶人就讲迄个台湾国际名紧去甲注册起来，莫叫人抢去。我就好，所以紧去甲注册起来。就开始甲遮，毋知影咧创啥诶，即种作品拢先打出来。就有人开始咧问讲，你敢真正咧找人？即个人是是啥啊？是啥物意思？我就讲毋知呢。无你甲敲看觅，因为即个人就有诚意诶，伊嘛甲伊诶电话留伫下骹，讲若有找着迄个底头毛诶，其实就是这是第一个透过网络甲我互动诶人，开始就会想讲即种 Made in Taiwan 制作诶帽啊，其实嘛拢是即种挂咧安尼，有诶可能是机械挂诶啦，就是足侪种作品拢是安尼出来诶。好，过来混1个月了后，感觉来想食新诶好啊，就一直做，就有无共款诶感觉。对啊，就是这叫做台湾国囡仔。这个意思是啥？就是有诶时阵，譬如讲路边诶电话条仔会写天国囡仔，毋过大家就袂去甲处理掉，这嘛袂犯法。是安那天国囡仔会使，安尼我就甲写台湾国囡仔。面顶这张是伫新学院头前诶，就正门口诶涂骹，我就来甲因互动一下，看因敢会甲我互动。毋过敢若无人来找我安尼，对吧？反正就是足赞诶，好耍。对我感觉喷诶时阵，因为可能半暝啊，或者是我会惊别人看，遮个物件可能我帽啊、工具搁有擦，规身躯拢会炸咧。就是我会讲会惊，安尼。上好耍诶，我感觉是过几工了后，就是桥倒摆去巡山水诶时阵，就感觉这个搁伫咧，这个伫咧，这个诚水，安尼，对吧？这是一种我毋知影安怎讲，就是看到你种诶菜淡遐，搁伫咧，就是搁袂歹。好，迄个时阵就是嘛是有咧学台文，就是迄时阵欠诶相片就是变调，即摆已经袂记啊。开始就会想讲，譬如讲遮袂当食薰哦，就是其实即种物件你莫写字，譬如讲这是莫开咧迄落马桶面顶嘛，对无？即种物件你看文字甲炸起来，你嘛会当知影伊咧表达啥物意思。安尼咱啥人莫写台文，其实嘛会使嘛，对无？譬如讲变数2个字。就是足好理解诶。好，就是开始搁继续学袂喷。这路人就是一个遮足侪人足热烈诶啊，就是有各种无共款诶人。这是地下道即马
即摆敢阁有伫咧？哦，有台南的迄落东门伊宽仔的地下道，比如讲遮有一个南无阿弥陀佛嘛，啊，这有一个遮袂当行，啊，这一个 GUI 毋知是啥，啊，遮有一个迄落 Peace 对和平，啊，找人嘛伫遮，啊，这个粉红仔是毋知是啥，啊，遮有一个注意，应该是政府，啊，遮有一个北家将，啊，这是啥物 AKBL， 对吧？就是就这样咱们遮写。好，啊，后来就差不多疫情迄个时阵就有开始啊，啊，毋过世界就开始会有疫情啊。虽然台湾还未开始足病，啊，毋过大家嘛是会紧张嘛，啊，就活动即马嘛毋知要创啥，啊，就啊无就拢出去放风声好啊。啊，但旧册念咱就会写安尼，啊，毋过拜六就是固定，迄时阵一合就哦，大家出来喷插放风声呢。啊，其实足侪物件路边拢活动拢足好耍啊，比如讲工地会甲你写危险，啊，我就会甲写讲台湾国危险，都好耍，对吧？毋过好耍哦，就是看你要来无，对吧？啊，后来就是创一个新的岛，对吧？这岛有啥物意思咧？就是爱写罗马字，遮看会着迄种感觉嘛，对吧？就是逐个人读出来。逐个人看着，有个人感觉读足好诶，有个人感觉读无好，读到底好敢毋好咧？啊，伊共时嘛是一个，比如讲台湾国诶缩写会当写 TOK 嘛，对吧？就是一个我感觉足赞诶。啊，这是新台一间啥物物件变数，我袂记啊。啊，这是路边诶迄落椅啊，规日就是我身躯若有啥物件，啊若有看到有位袂歹，我就会喷安尼。对吧？啊，嘛会当去甲过去的迄落活动，就我进前喷的台湾国旗啊，踮遮，啊，摕着新的，搁喷一摆，对吧？每日搁有位嘛，对无？啊，这是一个朋友的学生仔传来的相片，就是我袂记这是啥物 game 嘛，就是一个线顶爱当家己起的迄落，会当家己起地图，家己起厝的这种物件，啊，或者伊嘛踮遮会写台湾国，对吧？好，啊，这是地下道嘛，是足侪人咧踮遮写，对吧？啊，这工拄好是4月20，我就踮遮写一个台湾。迄时阵就是朋友塞车来，讲这台车要处理掉啊，对吧？啊，就讲好啊，啊无来喷一个啊，就拢甲面顶拢写来安尼，对吧？就是车牌号码袂记扛起来，毋过非得已经处理掉，就处理掉啊，毋过嘛是足好耍，对吧？对吧？啊，这是新台的停车场，就是感觉嘛足好耍的，就是哦，就是独派拢是这几家哦，对吧？就是我遮有的线，啊是若要倒个家己来，对吧？就是啊有青色啊，有黑色啊，规日足好耍的。啊，这就是过去去过去喷的所在sun山水哦，搁伫咧好袂歹。啊，我感觉上赞的是即种，就是我经过12工，啊，搁经过的时阵看到，有人踮遮写字呢，就是哦，咱嘛做伙咧做共款的代志，毋过毋知影是啥，啊袂拄着咧，毋过袂歹，就是咱拢咧做共款的代志，有无？这是 GUI，我嘛毋知是啥物意思，应该是伊家己的名，就是叫家己 GUI 安尼。好，啊，这是迄时阵装迄落 game，毋知影啥要扛，为的就是我 S， 好，啊，搁来4月25，就感觉哦，平常时啊拢做细细的，啊，若我看到的标有遮大的，要安怎？安尼咱就来做一个较大版的。啊，这嘛是迄落，就是出来是会组织的人做伙讨论讲，安尼咱要来写啥咧？就是若要写出来纸，安尼要安怎？啊，就迄个时阵就是哦，大家做伙来挂。因为平常时啊，可能是一张 A4，还是 A3安尼，就可能我一个人挂就好啊。毋过这字足济，啊，咱嘛知影汉字就是比起罗马字就是笔画足济，啊，就好，大家做伙来家庭代工安尼。好，啊，煞即张就出来啊，即张写做世界拢找无台湾人，大家拢咧讲中国话，遮到底是倒位？
啊，就是有一种但即个所在啥济，就是我家己其实嘛是会互家己感觉迷迷茫茫，就是我要做啥物款的人咧？其实咱逐个人逐秒拢咧选择，咱徛伫啥物款的立场，咱要诚做啥物款的人。啊，我要互身躯边的人啥物款的感受，我要安怎款对待家己，安尼，就是这是一个，毋过嘛看会出来讲其实咱的注意有限嘛，啊，这个时阵咧注意的拢是别人咧创啥，啊，我咧创啥咧，啊是其实我若注意歹的方面，我就看袂到好的方面。比如讲，我伫咧，遮个人拢无会讲台湾话，其实无啊，就是要讲台湾话的人嘛是足济足济，哎，对啊，看咱要注意啥物代志，就会看到啥物款的世界安尼。好啊，就是这出大北的，做了就欢喜，当然嘛是个早咧。毋过这可能就是我会记迄时阵就是 A4 的迄个透明片，可能差不多有12张的款，就是足济纸足济纸，啊我拢爱拗拗咧，啊就规个底一个足大个塑胶袋啊，搁爱扎喷漆安尼，就是逐工拢是咧着排足大个，骹棒足济安尼，四个黑白装。毋过若出来就是足欢喜嘛，我就是找咧一个足大个壁，我就开始咧大咧，贴布大好，大了后，啊就开始喷，足好耍诶，对吧？啊，嘛是会当互动，譬如讲，我无一定爱全部拢写嘛，我嘛会当留一个字就好啊。所以我遮就写地下道的门口就写，遮就是台湾安尼。迄个时阵就想讲，就是我遮是写台湾人，是写罗马字嘛。啊，敢会伤困难，就是我爱考虑读遮的人敢会看无这是啥物意思？因为我家己咧写，我嘛无咧插别人，到底敢读有无？啊呢，我家己想讲好啊，无就甲这台湾改做汉字好啊，对。啊，这个后来就改做安尼。啊，我会记得这个，这个壁即马去用拆掉啊，这嘛是一个废弃的厝。啊，伊拄啊好正对面就是一个人的公寓，搁24点钟会有警卫踮遐迄种。啊，毋知影啥咯，迄个时阵就咱3个人就会毋知咧摇摆啥咧，就是就当遐喷，对吧？而且佫是红色的，对吧？要甲人惊死。啊，反正无代志，无去用过，安尼，对吧？好啊，讲遮济就是代志来好串者，就是遮有一只古锥的猫仔，迄时阵做伙大的迄落猫仔，就是阮迄落朋友饲的。啊，这镜头就是大概喷了后，就是若无洗清气，手就会乌糟糟。啊，这就成一个人的面安尼。好，啊后来我毋知影是安怎向开始买画家纸，啊而且画了足歹的，就是对，或者就是，毋过画了足歹嘛是会当画，对吧？啊，就甲伊变做迄种房啊，是安尼就是爱留迄个空间嘛，就是立支骹安尼，啊伊喷出来就生安尼。啊，我要摕遮家纸来创啥咧？我其实嘛毋知影，反正毋知影啥就是先做家纸啊。好，啊，搁来是迄落4月30的时阵，这个时阵我差不多喷漆从迄落3月初，3月1号开始舞遮喷漆的代志，啊，差不多舞2个月了后，就是感觉足拄好的。我迄时阵去食早顿，向着走去一间足久无去的早顿店，啊，遐就有放这个册，啊，我就有拄着一本册，就是伊专门是咧讲淡街头画图的人拢咧创啥，啊，伊嘛拄啊好，因为足侪人是会，就是直接写字淡街头，有的人嘛会像我安尼，就是先准备好我要写啥物安尼，啊，倒面这张的意思就是这个所在是专门互大家喷漆的安尼。就是伊会当设计一个，亲像咱若是伫台湾，遮就会变做迄落警察局的迄种喷照的迄种啥物物件。反正若是用安尼写甲足正的字，就是会当造成一种这敢若是官方的这是啥物的对吧？啊，我会记得这个就是这个所在是互大家喷漆的。第一个了后，伊差不多过1个月，
迄块壁就全部拢去用声满，对吧？就是这个哦，因为你做这项代志以后，你毋知影会有偌济人看到，你毋知影会互偌济人心内有感觉，会造成啥物款的影响安尼。啊，这本册嘛是足感谢，规日足济人咧做这种代志，有诶人是无写字就会鸟鼠，啊就是城市内底就会鸟鼠安尼。好，我感觉这嘛足趣味，就是哦，员工诶人服务台谈遮，啊伊这才有一个足恐怖诶人，就是毋知是啥物意思，规日都足趣味，对吧？啊，就大家足有创意诶，比如讲这是 VIP，就是贵宾才会当来遮哦，毋过遮诶人生啊足歹，啊这是代表，加做有一个门安尼，啊有西洋骨头诶赛车，啊才有迄落高山啊，哦，啊就是足济。咧做共款诶代志诶人，哪会遮尔啊济，对吧？啊，你看遮嘛有写迄落奇怪诶汉字诶，啊，珍珠嘛，还是写啥物和平诶。其实咧做遮个代志了后，才会发现哦，啊，我若行出去路口散步诶时阵，我注意诶代志就拢无共款啊。其实足济人咧做足济足奇怪诶代志，无论是合法诶也是非法诶，就是大家拢用家己诶方式咧含即个城市活动安尼。对，好，啊，遮嘛有足趣味诶，就是哦，若是伫街头卖画图，啥个代志改变任何代志，毋过这是非法诶呢。啊，这就是即摆诶人，就是可能哦，咱有诶人可能会就要伊讲，敢有朋友，敢有人用手机仔找我，啊，这是扫涂骹家扫去边啊，啊，就是则袂当爬起来画图，毋过鸟死啊，就是法律是咧规范啥物款诶人咧，毋知。好，啊，我就开始咧想讲，啊，我行动安尼2个月啊，啊，我想要讲诶是啥物代志咧？就是我感觉若是有限，因为我无可能，我一个人尔嘛，或者是可能交朋友，可能4、5个、5、6个，啊，我无可能甲所有我想要讲诶拢讲出，所以有啥物代志较重要咧？啊，若是遐看无台文诶人要安怎？我若写迄落，我拢已经写汉字、罗马字啊，嘛是可能有人无想要看，看无，安尼要安怎咧？安尼这个时阵我就想着图，啊，我就拄着这个，我想讲，另外这就是人是看有知影，这边会当食答案，啊，另外一边就是可能爱回收，好，啊，就生出这个图啊，就是寒性诶，啊，这个时阵我感觉这嘛是一个足重要诶时机，就是我头一摆就是表现我诶立场，是讲我感觉中华民国无好，对吧？因为咱是台湾人嘛，台湾人就是爱安怎看法自由咧，就是爱甲应该单调诶物件单调，啊，才有一个毋知影是青色还是蓝色诶胶纸，毋知影，对啊，就是民众党嘛。啊，你看经过4冬，因由原伫咧样原亲像胶纸共款，就是遐黑白炭，对吧？啊，这就是我感觉就是其实我家己想诶部分有限啦，大部分拢是身躯边诶人教我，啊，就是因诶理念是安怎，我就会去思考。是安怎伊安尼讲，是安怎伊安尼讲，是安怎伊安尼讲。啊，我感觉学台文了后，就是嘛会帮助我思考，因为咱要捌日本人，无可能讲我无爱学日本话，毋过我知影日本人是安怎，就是这讲袂通嘛，对无？啊，你若要了解台湾人，你若毋是用台湾话来了解台湾人，安尼。这人讲诶话敢有影，咱着爱想看觅，好啊，这是安平者海边啊，就是你看，佫有拄着迄种南无阿弥陀佛，就是大家着会稳准这种物件一直伫咧。毋过我碰这就是敢若一段时间着去用浮掉啊，对吧？啊，我感觉蓝色诶效果无好，还是红色诶较水，对吧？毋知是安怎。好，啊，这是迄落。西门路诶，迄落百货公司，就谈遮今年差不多7月时阵经过，伊还佫伫咧，对吧？这个我感觉嘛足好耍。对，就是伊诶迄落车顶国诶迄落车顶遐去互搭一个，毋知啥物搭座我袂记啊。规日就是有人甲我互动安尼，我就去甲了了，就是爱保持作品诶完整，大家才看有讲是啥物意思，对吧？有5只胶纸是安怎？
因为迄个时阵有五色，对吧？你看伊内底有五色。好，这嘛是伫附近，就是西门路遐一个文创园区，伫树林大湾附近，这嘛有，我嘛是来甲写伫遮，安尼。好，这嘛是共一日，就是发生诶。我有走去，这个抑搁伫咧，伫迄落安平，台南安平诶一个，迄个啥，观音诶迄个公园，对吧？暗时妈诶时阵。祖啦，妈祖的公园，阴谋对对对，妈祖公园，对对对，感谢，对啊，就是这公园足大，有足侪人会来遮佚佗，所以本土汤就是大家拢来看一下，啥物本土汤安尼对。好出来是共款，其实嘛是会照办，毋过就是这是迄个时阵大啦，嘛是有伫个天桥安尼喷。对啊，这个时阵是啥物？差不多消息要3个月，我回去就是无 update 这个 fan page，差不多3个月，毋过嘛是有一直咧活动安尼。好，大家搁看啥鸟啊？好，后来我就骑车就离场就出代志啊，就是骑车卡就转去，迄个时阵食的头路就是送便当。经过这医院的时阵，就是因为可能反正是就是爱停落来啦，就是想看卖我到底想要创啥。虽然讲即马有食这个头路，毋过就是挂送的时阵，就是我靠倒摆去送便当，我拢咧看讲这路边会使，这路边会使，我就全部拢咧想一寡违法的代志，可能倒会当喷擦安怎，就是安尼敢会通，所以我就离场啊，对啊，迄个时阵就是我坐咧路边就感觉毋对呢，就是我袂当坐咧嘛，袂当徛咧，就是我是一个足奇怪的感觉，我就好无我敲电话叫救护车来哇，就是因为我无倒叮当结果就是我感觉身体咧甲我讲来先讲正平好啊，这就是一个迄落食糋条的时阵会运的迄种他妈多的酱，对吧？就是伊足大包伫咧红线面顶，这是迄个时阵我搞着的物件，伊就足大包的，可能比手机仔较大包，对吧？就是迄种补充的，伊拄好伫咧红线面顶，我就因为着咧，我头壳拢咧想喷擦，就是拢想一寡话无就无注意讲即马路顶有啥物物件，或者我就甲搞落就离惨就是对，这时阵我感觉就停落来讲你敢有想到你家己？譬如讲台湾需要啥，我迄个时阵一直咧想这，毋过我需要啥？我敢有照顾好我家己，安尼好互大家看一下迄个时阵卡转去，因为我若是离惨，毋过就是佫半遐嘛是转去，手术了后就是我加四支钉淡遮，这一支9公分，即摆还佫伫咧，对吧？好，住几工了后我就出院迄时阵住新楼病院，因为我伫这附近喷菜，结果喷咧，我就走去遐住，对吧？新楼病院的迄落门口嘛是有写迄落罗马字，对。迄个时阵就3个月袂当行就爱用这个4脚虎，对吧？好在迄个时阵住伫1楼，就是感谢，毋免定下爬楼梯，对吧？我就会讲我身躯顶有2个车字，一个是车字驶车的，一个是医生车的，对吧？医生车的足成野工，好。后来就是休困嘛，因为我倒叮当就想讲，安尼我要创啥咧？喷擦敢真正好，这违法呢？无钱趁呐，做这到底创啊？就是迄个时阵我袂记啥物人，就是面册有打讲清大的才有一个计划，原来台语会当是一个趁钱的物件，就是这个物件有价值啦，对。这是第一摆，因为台语就是趁着钱，我感觉足好耍。毋过就是。
卡嘛是登去嘛，所以就这个停下去，对吧？就真好耍。啊，正面这是一个日本的艺术家，伊讲，迄阵手机啊欠的相片，伊甲目睭画伫咧手面顶，对吧？啊，伊就讲艺术就是变去，就是变，就是艺术，是安怎咧？我感觉我的理解是，设计爱水，因为爱考虑别人的感受。毋过艺术就是只要有感觉就好，因为感觉一来，我就已经撞出嚟啊，我就开始做了。我只插小迄落倒咧水也歹安尼，对吧？因为我就是要做，就安尼尔，无需要较济，就是安尼较水，安尼较安怎，好，好。啊，虽然讲骹转去也袂当行，毋过我也是一直咧想讲，后一个要来舞啥，安尼。迄阵咧讨论就是，来啥物？迄个时阵嘛有讨论讲，敢要做迄个喙齿互挂掉的，就是王的画图，就是去互加掉，佮去互中国接新的喙齿安尼。啊，毋过我感觉就是，写字敢若嘛超好耍，因为咱即马是用电脑嘛，用手机啊，可能有诶时阵会有一个倾走出来讲，你 yes or no， 你敢要信任即台电脑？人要送信息互你，人要送图互你，你敢要接受安尼？安尼咱就会当来互动。即马2020年讲无去已经无做啊，你敢有愿意开始讲？毋过两个选项拢是无爱安尼。毋过共款即个时阵嘛是足负面的，就是我拢看到无好诶所在对，就是创作无法度骗人嘛，就是我咧想啥，我看到啥，我就会创造出啥物款诶物件。所以即个时阵就是一直咧，就是检讨我家己，一直咧经，就是我啥也无讲台语，我啥也无讲，安尼无做呢，我啥也无讲，我啥若搁咧走较台湾咧，是安怎？就是咧即种我甲家己诶对话安尼。其实就是，迄个时阵嘛毋知影有遮济物件会当讲，就是我嘛是先做才去讲，遮个物件留落来，经过一段时间了后，原来是这个意思安尼，就是继续一步一步，就差不多5月诶时阵，迄落车祸卡转去嘛，差不多经过3个月，未满3个月啦，我就开始因为医生有讲3个月我就后尾3个月就去开始。一直喷，因为太重要嘛，对吧？迄时阵后来，我想囥者，规日就是拄好接到，我骹拄好会当行，我就去找阿辉伯，差不多最后一工安尼，就看到其实嘛是足侪人咧写，就是写台文讲阿辉伯感谢，阿辉伯感谢，就是台湾人安怎，对吧？就是其实世界毋是像我所看到的遮尔负面，对吧？迄是我的角度尔。对人有百款，咱就会有百款的角度。手机的相片，毋知是安怎？这敢是伫高雄，就是旧爱灌片，人爱教死，对，嘛是会有人爱写，就毋知影啥物意思。毋过这敢算是结合艺术，我毋知，可能是，对吧？我感觉一个足趣味的是台湾，咱自古早到即马拢会相信一个，就是无度确定到底敢是真诶，就是看袂到诶物件。毋过时间一到，大家嘛是会猜出来安尼，就是我感觉足好诶。这是一个我做喷漆的时阵定定去诶影印店，就是我会去遮甲物件印出来安尼，印着咱遮咧拜拜，对啊。好。继续办迄落，就是这中间就是一直有迄落，嘛是共款的出代志就是出代志的读册会照办，毋过嘛是，比如讲你看，只有看迄落，就是对，有看迄落阿尼美、纳鲁斗，搁有啉酒乌白茶、乌白粽。这个时阵是迄落歌主张，就是地南洋基金会办的迄落音乐节，就是台南有一个迄落啥物言论自由日，迄日就是会当看大家安怎款来理解头前的人所做的代志安尼，搁有读册会、读单位，搁有大江大海的讲座安尼，就是嘛是一直有咧做，就是办活动安尼，好
做一段时间了后，就是我的头壳敢若怪怪，就是发生一寡代志。这个时阵去嘛是感觉咧，就是我袂记去到创啥，应该是送物件。啊，就是我就想讲，是安怎是违反三不，就是是安怎有新的人是违反，是啥物意思？对吧？就是学台文一段时间了后，就是其实咱汉字嘛是咱的啊，就是无需要看到汉字就是倒弹安尼，啊，就感觉原来伊本体要写的毋是违反三不，伊是就是腐散权威，敢是？我无确定啊，就是这可能爱问伊，对吧？就是感觉足趣味的。啊，迄个时阵无发现啊，就是我是后来，就是我嘛毋知影我啥会翕，规日就是手机仔内底相片，好。啊，过来就经过一段时间，就是相片拢，这段时间相片拢无去啊。毋过若会记哩的，我就是会讲安尼。好啊，就是办活动办一段时间了后，迄个时阵嘛是拄好疫情对无？对，就是无咱嘛是爱继续做嘛，我就感觉咱若莫办现场，嘛是爱来固定做一寡代志好啊，咱就来做 podcast 安尼，就是有做几集安尼。毋过就是辉弟嘛是先做才讲啦，你看是啥物感觉安尼，对啊？差不多录一季有10几集的款，录了就感觉大家拢感觉。敢若嘛无人听呢，也是安怎？或者大家感觉安尼先休困一下。好我感觉这段时间就是有足侪分裂，怀疑这谣言上严重的时阵，因为其实谣言是不管事嘛，对，咱大家拢会怀疑，做这到底敢好，这敢是对的，还是啥货？就是我会开这个时间来去想，比如讲做艺术。敢有卡纸要创啥安尼？这个想法嘛是一直伫咧嘛。我可能送便当送到卡断去啊，安尼要安怎？嘛是需要食头路嘛。无就是对啊，迄个时阵的想法就是，我到底要创啥安尼？我这边要讲啥？我有啥呢？我想看觅，我看一下时间。好，即摆讲到一半。安尼后来我就走去迄落做一个灶块工课，就是嘛经过讲我搬出来住，搬出来住就是因为较早会甲朋友做伙住，就是开少个时间甲别人斗阵讨论讲到底要创啥。毋过我搬出来家己住了后，就感觉我过去敢是开伤侪时间咧含别人啊，我拢无含家己对话。后来我就搬出来，做灶块时阵，我就会感觉，我逐工若去喷漆喷到我的手拢是会咧擦，我搁要做灶骹要用借互别人，安尼敢会通？就是而且就是一个是半暝，一个是透早，就是这种分裂的感觉嘛是一直继续。毋过就是日子嘛是爱过嘛。迄时阵伫保险公司看到就是这爱有啥声调。迄个朋友迄个时阵要娶某，就是讲来斗喷一下。这是已经喷好啊，毋过我遐拄好有迄落透明的漆，透明的漆就是喷一层了后，就是雨水来就较袂重去安尼，对吧？这是安怎？我咧翕就是我甲手机放咧遐咧翕讲记录一下我咧喷，因为我经过足久拢无去摸迄个漆。搁摸着的时阵就讲足欢喜的，就是咧摇的迄个感觉足好。有一个就是熟识朋友就向走来镜头摸我的头，就是有翕着安尼。好，搬出去家己住了后，我嘛是感觉嘛是会需要找别人开讲的。我毋知影要创啥，后来就了解着讲其实外口有足侪所在，譬如讲有有咖啡厅，就是遮个物件就是遮个所在，就是有足侪人诶思想诶对冲嘛，就是大家我毋知影要创啥，无来我会甲你讨论看觅，我会甲你讨论看觅，你会共一个想法，若甲100个人拢讨论看觅，你就会得到100个无共款诶回应，对吧？就是对，
记录者咖啡厅毋若是啉咖啡的所在。好，我就感觉这个时阵拄好，我就甲笔举倒嘛，因为想讲无来画图好啊。说到赵老治疗慢性肾脏病常用的药，前面我们都已经说了，但是最后一个大家看到，既然是好，安尼我继续讲，就是佢就开始画图，迄个时阵的图看出来就是，我嘛是就是我的感觉来，我就一直画，就是这个时阵就足 emo 的，当时也是烦恼足济，我无确定，或者就是这个时阵的图看起来就是足黑暗的安尼。好除了摕喷擦了，我嘛会摕迄种笔，较粗的迄种较大支的笔，我有去路顶安尼写。我就感觉干，我的声调哪会就是走去啊？就是本来是第3条，我写第2条啊，就是我若过啥物款的生活，就是伊会反映伫咧我的创作面顶。所以我的创作若是我的生活若是我无够诚恳，安尼我的创作就会出代志，就会有问题。这就是我看到的，就是我搁喷加迄落，我迄支笔搁喷，就是扁去，手拢乌糟糟，就是涂骹拢是迄落水。好，共款的物件搁做一摆，毋过即摆的胶纸用搁较幼小可，就是真正足歹过的，对吧？就继续搁做，毋过感觉已经无共款啦，就是毋知是安怎，就是毋对就是毋对。对迄时阵翕到，这我是后来看才发现的，就是这是咧写对一个语言的，就是无爱才自由，就是你若无爱才会自由，敢是这个意思？我毋知，对吧？迄个时阵头前我就有发现着讲经过2冬了后，过去的我足负面的，我会一直有足济就是就是安尼袂使，就是咧苦毒家己。你讲你伫厝，无要讲话。来讲说就是迄个时阵，谁会创造出迄个2020年公布已经无做啊？你敢有愿意开始讲？然后2年咯，安尼就是，我感觉我第一摆，我知影讲用台语来思考了后，我就会发现讲我的生活内底，我可能开足济时间来去用中语去生活安尼。毋过我就会发现讲我若讲一句中语，我就是会走读台湾；我若是读一摆中语，我就失去读台文的机会啊。就是我逐秒、逐分钟、逐工拢咧选择讲，我到底要跳台湾还是走读台湾安尼。我就感觉安真正毋对呢。迄个时阵有甲朋友做伙住，因可能就是拢会晓讲，毋过拢无想要讲，因拢是用中语咧生活安尼。我转去就感觉，敢是看有人爱拍招呼，还是规气莫讲好啊？因为我若讲台语，伊就会惊我无想要讲中语安尼，安尼我就规气莫讲话。我迄阵有一个迄落背我就遮搭一个迄落大纸，就写讲教我讲台语。这就是我就搭一个教我讲台语。毋过我有看得出来，我坐咧客厅，我就是到处我拢袂讲话，因为我无想要，就是搁开时间去，搁有任何机会来走发台湾。毋过安尼实际上就是可能我咧想累惨出车祸，反正就是因为安尼，因为我无照顾我家己。我若要为就是100%的中国话的生活，要一届下到100%的台湾话生活，就是我爱考虑我家己的改变，爱经过一寡可能毋甘会无爽快，食会无惯势，我要安怎处理？迄个时阵我是完全无甲我家己算伫内底，我就是台湾需要啥好，我就去做迄。毋过我无考虑过，我即摆踮遮，我搁咧生活，我搁咧趁食，我身躯边搁有足济人，就是我若向无甲伊讲话，伊可能就会感觉我咧甲伊讨厌是安怎？这种是后来才知影的，对吧？所以后来经过2冬了后，我就感觉其实无一定爱负面的啊，这会当是中性的。
就是公务已经无做啊，你敢有愿意开始讲，要嘛会使，啊若无爱嘛无要紧，就是这拢无差嘛。因为毕竟台湾就是伫遮，就是有讲无讲，拢无法度改变讲，这就是台湾，对啊，就是这是咱的厝嘛。迄阵食早顿食肉色饭，毋是，这是鸡肉饭。这是头前的人，伊就写守护台湾，我就甲翕起来。这苦瓜排骨最好啉。好，嘛是继续手震，就是手冷了会想要酸。就是迄个时阵，淡薄写一个爱困，就是开始写汉字，就是这工就是这画一个敢若中毒的气泡，还是草木，就是我也袂记啊。规日这工酸甲就是迄落插破去，就是我若无试，伊迄干仔就一直滋，一喷，就是毋知要安怎呢，就是无就等伊喷落掉好啊。迄个是大罐的，我就淡遐互伊，就是一直喷，规个手拢用胶，目甲规个拢是迄落胶色的，嘛是真趣味。好就是经过一段时间，4月20嘛是会画，就是安尼毋过即个时阵我就会想讲，对啊，其实无一定爱写台语啊，我嘛会当写别项。即个时阵我淡薄仔写me，就是 me， 英语的我的意思，好业毕练一段时间了后，我就会画一寡，我感觉啥物物件足水的，就是别人画我就对咧学安尼，对啊，嘛是站路边写字安尼，这是迄落一个朋友，伊的衫就是我讲这种感觉这种水的，这是安怎用的？就讲这是人做的安尼，就是用翕起来。嘛是继续，若咧思考嘛。无写台文的时阵，我就写英语，还是写别种语言安尼，感觉是安尼。若搁转来写台文、写方声，我该考虑讲，这大家敢看有？这是啥物意思？就是这物件拢毋知影嘛，规日就是先做看觅，感觉哪像毋是像一开始我做落了，就是对，就是这啊。若是感觉是安尼，我就一直做。毋过有诶代志是我做了，敢是这回日搁看觅，我就先囥咧。对这是风声，嘛是会写一寡，譬如讲倒面这是经，内底就用一个表情，这做了嘛感觉，着经，毋过我敢若无遐经啊呢，就是敢若有透开一寡物件，就是无遐尔经啊。这工是我有写一个 ref 是一个算讲较新的物件，就是久啊，敢是较足久啊。对啊，足久啊。rap 是一个就是party 的意思啦，就是无聊的但外口迄种大家来跳舞的意思，就是迄时阵会感觉我去即种所在听音乐有感情，我有感觉就甲写出来。画这迄工就是有叫警察，就是有叫报警。毋过这工无叫抓着，就是伊咧找我，就是我迄阵画了，我感觉袂歹。我车后拄摆搁插呢，就是我来食薰，就是欣赏一下，我看足水的，就是好安尼食薰食到来转迄落菜篮头前遮搁囥，我的茶拢囥规箱的，我嘛无咧看嘛，就是我就是喷茶。结果就要走的时阵，就是雄着后壁着迄落警察车着，伊迄电火就是咧死啊！这条路足矮的，就是当后壁咧咬脚，嘛毋是脚，因为我着徛慢慢差不多20还是偌济，伊就一直咬脚安尼，就是我安尼要安怎？我着倒滑，伊嘛倒滑，我搁倒滑，伊嘛搁倒滑，我想害啊，可能是要来咬掉我就好啊，安尼停咧路边。毋过伊就是无甲我插，伊就继续踮遐说，所以就可能是真好运气袂歹，就是有人报警察，毋过迄个婆婆毋知影，就是我，这甲伊就闪过。好，迄个时阵有摕着一个礼物，就是伊吊咧路边的，就是爱护迄落使用，遮袂晓白话台南市做的，我就甲炸转来厝，我嘛会写足爱困的，嘛是画一寡就是
毋是文字的，比如讲，这块壁本底是就是有黑色的迄个擦安尼留落来，就是安尼留落来，我就感觉我看到的是这呢，就是这是一个阿尼美的作品的一个就是一个经典的画面，伊的手就淡写，后来就是这是我头壳内底想的画出来，毋过看诶无啥成，我就讲哦，佫有足侪爱学习的，佫有足侪爱练的，是吧？我有感觉哦，我真介意音乐，就是我感觉音乐是一种会互人有感觉，会互人调，伊会就是陪伴咱的生活嘛。我迄时阵足介意的，我就感觉这根本就是电子的鸦片啊，伊就是一个电子的毒品会当，其实我就足介意音乐啦，嘛是因为音乐才熟悉着足侪可能会熟悉着捌台文的人，嘛是因为音乐，熟悉着足侪足好的朋友，足伙大的朋友嘛，拢是因为音乐，所以我就来想讲，好，安尼我来创作一寡甲音乐有关系，安尼写，就是有去学一寡吼，可能人画图画咧壁面顶，拢安怎练习安尼，画出来我就感觉，敢若毋对呢？这敢是我要爱的。迄个时阵伫台南车头的地下道，就看到别人安尼画，就我感觉足水的。毋过这敢是我要爱的，就是伊足好看足水，对啊。毋过我敢是要爱这个效果，毋知不一定就是，我就看到感觉袂歹，我就翕起来。我就家己画一个，我家己的，这就是 electro， 就是电子的音乐嘛。就有安尼画起来。我嘛有甲鸦片甲写出来，鸦片甲写出来，对。迄个时阵就是欠的一个相片，就是汉字在来汉字，佫有闽南语拼音的汉字，对。嘛是会去看一寡爱安怎画较会较水咧，大家安怎画？这字母就 ABCD，大家有诶人会安尼画。迄个时阵中国戏院有诶人伫路边搭车，我就感觉做了足好足水诶，就是伊佫有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赞助，我就感觉真诚实，我就甲翕起来。这个时阵就是我惊到就是嘛有人咧做台语诶喷刷诶，毋过这人毋是我，就是伊就写讲若爱你，那通万分你，就是一个毋知是啥物人。嘛是出现过一段时间安尼，就感觉若是我足侪人咧，就是透过遮个行动、遮个创作来思考，就是咱到底要行去倒位安尼。就是出代志遐个人开始继续去无用我就招其他的嘛有想要喷出的人来用，毋过伊敢若就是对台文无啥物兴趣，伊就是想要写无政府的物件，就是一个反抗。伊主张讲咱无应该爱有政府，我就去看卖，不一定做伙出来算。天桥骹有人讲我逐工拢食草，才有666，对吧？就是我感觉做这，因为就是摕一个喷刷。若像亲像摕一支笔，去甲头壳内底物件写出来，我敢若要安尼尔，毋知就搁看卖。好，迄个时阵就是有想讲要做啥，毋过就是电脑伤慢，就规个歹去啊，对吧？嘛是有画图。好，等下133好。嘛是就开始会练习画图嘛。这个时阵拢是可能拿笔画咧纸面顶，我到底要画啥？我感觉鸦片袂歹嘛，我就一写，声调到底敢歹写？才有画一寡就是看起来目睭花花的物件，一寡迄落做衫的相片。我毋知迄个时阵啥欠济，非得是咧教大家讲垃圾。讲垃圾的时阵，就是规身躯有146块金肉的震动，是足好的运动。我啥会欠济，我毋知，非得就甲大家分享，垃圾足好。伫路林，这是伫迄落友爱街，台南的友爱街，有人开始嘛是写台文的，伊写飞伫空中，毋知影啥物意思，非得嘛有看到别人咧写。开始就是
就这样出现啊，看，伊写要求好食，就是台南的一间店，伫永康的一间店，就是有安尼，毋过就是你爱安尼看啊，就是则看有，就是这个设计就是非常不巧合。对，就是这个设计你爱注意看才看会出来，对吧？啊，无聊的时候嘛是，这是我话，就是迄落插乌托邦停乌托邦迄落厅顶的路口，啊就家画一个迄个坑，伊就是天使安尼。啊，这是迄落台南火车道附近啊，我感觉手赞的是，迄个时阵这个标拢是空的，啊，我写一个台湾国境啊，啊，再有一个就是迄个时阵咧耍的，啊，这个交通顺，迄个时阵嘛画一个表情，结果过一段时间了后，就是这个标满满是大家拢南遮画，我就感觉真欢喜，对吧？啊，后来就是就是看代志的角度，就是我做这个代志了后，就是刚刚我看这就是，伊这冷气的设计就是嘛是咧写安尼英语，啊，咱嘛会当写冷气啊，对无？就是咱所有的代志拢会当，其实足简单的，这差不多嘛开我3分钟，反正嘛无够，就是凊彩就会当做出一个看起来真有意思的设计安尼。好，本册讲了，就是经过这个时间，我嘛是连想拢袂想着，一直去舞一寡有诶无诶啊。啊，这个代志就是哇，我来做这个代志，啊，这个代志我感觉就是，我较早若甲朋友做伙大，开规工诶时间拢甲别人做伙诶时阵，我就无法度知影讲这个代志代表啥，我无开时间去消化，所以我搬出了后我过去做一下物件，就一直原来是这意思，原来是这意思，就一直传出来。好，啊，这个喷擦到2020的喷擦到这个台湾国，这个台湾国是啥物意思咧？来继续看。好，啊，这个时阵就是雄雄，就是迄落大家毋知敢知影无？大家一定知影，就是做伙来讲台语生奥妈妈协会，规定就是咧专门咧做非常非常小诶代志。嘛拄啊好，就是有这个机会，就是因就来甲我邀请，我过去因会出现就甲我回答一个问题，就是我做台文要创啥？我做喷擦要创啥安尼？到底敢有靠纸？毋过因就是问我敢要来就是带大家做伙喷擦？我想讲哈，竟然有这种代志？迄阵佫讲啥物？看要安怎报销？就是伊就甲我编号讲你去买，看要买啥拢会使。我想哈，拢会使，是安怎拢会使？敢有可能？就是规定，我就感觉就奇怪诶，就是哪有这种代志？毋过真正有，对吧？迄时阵做诶就是一个房仔，就是这个讲诶汉字真正是足歹挂诶，对吧？接到邀请了后嘛是会继续看，毋知大家敢知影无？这是山鸟，山鸟面顶。这个图我嘛感觉真水，这嘛是一个迄落模仔做诶，对吧？其实足侪人咧做这种模仔诶艺术啦，这是迄个时阵出来是诶朋友，就是出来是有另外2个人，一个人家己写出来，一个人家己挂，我是第3个，我就家己喷起来。伊讲起场诶是 stand up like a 台湾人，对就是我迄时阵就做，佫有一个布，有人。就是大家想要做诶代志无共款嘛，就做伙喷擦诶朋友，伊就是想要写无政府，我嘛毋知啥物意思。这是一个公共诶便所，就是哇，遮少闹热诶，我嘛来，就是嘛喷者。好，到迄落接到邀请进前，就是嘛是共款伊有白写嘛，我就站台南火车道写一个台南，叫人翕起来。我也袂记这是啥啊，反正就是有找着。我就来用一个就是外国试出来台湾国境啊。毋过我家己嘛会感觉看袂出来咧写啥，对吧？反正是一个过程。好，后来就是我第一摆感受着真正有足少诶人，
啊，若是有200个足少的人，就是会创造出啥物款的代志咧？就是你若无烦无恼的时阵，你免开气力去抵抗的时阵，你会对啥物物件有感觉？你会来创造啥物款的世界，对吧？因为可能我过去的生活会开少个时间去抵抗，比如讲食头路啊，若是歹食的头路，啊好食的头路就是哦，安尼好食袂歹，运气袂歹。啊，若是歹食的头路咧，就是我食了以后，我可能转来了后，我该开少个时间去我要安怎放松啊是安怎？就是咱开足侪时间的成本，开足侪有诶无诶，可能我该摕钱来等遮我诶即个才会较快活。若是拢毋免咧，若是你规工你会精神起来，你就无烦无恼，无压力，无自由，就是足自由诶安尼，咱会来创啥物咧？我会对啥物款诶代志有感觉，咱会创造出啥物款诶世界？就是这是我对台湾国诶想象。迄个时阵就参加迄个王妈妈诶活动，我就感觉哇，真正有足少诶人，就是遮个人非常认真来保护讲咱若要用台湾话来理解世界，安尼你若有出现一个语言，比如讲我若拄着你对面有一个人熟悉的行过来，我出声的时阵，我就来选择讲我要嗨，还是啥物哦嗨哟，还是你好，还是够早。我对食饱未？就是我讲倒一个，其实其他所有的选项拢会无去啊。安尼其实但目前这个所在就是咱爱开少个时间去抵抗，就是我若要台湾话思考，就是我莫看中文，我爱看台湾话，就是我出门可能爱安尼，就我目睭爱牵起来，手机可能就是我袂晓看这，袂晓看迄，我去外口我无做食饭，对吧？就是除非就是我莫看嘛，安尼生活其实足无方便的。毋过到这所来就是我妈妈办这个2暝3日的台湾国，就是就甲大家保护的。就是我第一摆看讲，真正会当安尼呢？就是我若拢看到台文，我若免开时间去遐抵抗讲这袂晓看，这袂晓看。甲我等咧遐时阵，我会对啥物款的代志会有感觉。就是我本来想的敢若是我要去甲大家安怎碰餐，毋过我去到位的时阵，就是恁是咧负责哦，对啊，就是台湾国已经到啊，就是创一个台湾国，暂时的台湾国出来，就是你好像讲我高，我吹出来。就是我来讲，就是来你就知迄是啥物感觉，因为这无同讲的就是想合嘛。迄阵就是入境的时阵有传迄个 passport，我遮济家私，就是我踮街头遐乌白喷的物件，大家有做一个，你的名是啥？就是足赞的，看到的逐个人中文拢扎起来，就你袂看到中文拢甲伊足保护，每一个开喙的人拢讲台湾话的时阵，就是你会有啥物款的感觉？迄阵我看到一个人，迄个就是。伊就穿这领衫，伊就写台湾国巾啊，对吧？我讲就是台湾国巾啊呢，无佫有人有写台湾国教啊，对啊，就是感觉足好诶，对吧？就是你会感觉着讲你家己一个人孤单咧面对诶代志，咧思考诶代志，就是你来到遮，就是大家甲你传好好，所有人拢同遮诶时阵，你就会感觉就是干伤赞啊！你无需要家己一个人拼，这种感觉足好诶。这女仔就是因拢会家己拢扎起来，就是拢保护你诶目睭啦。若是即种所在，譬如讲报道环保、打狗诶盐埕埔，是任何诶机会拢甲你保护，我感觉非常诶赞，对吧？就是真正你毋免开气力去伫遐咧，就是就是到厝啊，对吧？而且就是嘴讲台湾话人有遮济，就是哇，感觉真正是我毋捌看过迄种代志，嘛无有即款诶感受过。还有是一寡活动诶相片，去海边后来我教的喷擦就到啊，就是这个过程是安怎？就是我先画一个图，
安尼，譬如讲画一个图安尼，啊，甲迄个黑色的所在挂掉，啊，就会当迄个放伫咧我喷的所在，啊，就喷擦，安尼就会当3秒，可能1秒就会当甲我的图足紧的速度搭咧迄个架头，或者是任何所在。啊，这若传100块，咱就会当可能半点钟，这个城市全部就是拢写咱要写的物件安尼，就是房仔有伊的好处，对吧？感觉就算就是伊事前的准备较费气尔，对吧？啊，这是咱头前迄个时阵看过的相片，就是甲迄个就是甲房仔放咧遮，啊，有诶所在是乌空诶，啊有诶所在是扎起来诶，所以你若擦甲喷落，伊就是会有迄个形甲度出来，啊，这做字嘛会当做甲足水诶。好，好啊，后来台湾国了后，安尼要安怎？就是因为这是一个暂时诶活动，啊，我回去我嘛是爱抵抗迄种平常时仔诶生活，就是我为一个拢毋免看中医诶所在，就是搁回去到，哇，那遮侪中文啊，安尼要安怎？就是我就会创嘛，安尼要安怎？安尼要安怎？对吧？啊，我就开始，也是我搁较过来写咧，安尼敢有效？啊，我搁顺续就是我哪写哪甲家己翕起来安尼，就是就是这就是拄仔大家看到的相片。好，啊，回头我就录差不多5-6张影片安尼，啊嘛继续写这个，就是我到底要啥咧？毋知，就是搁写。啊，嘛是画一寡就是我若歹写字诶，我就白画，看感觉是啥。啊，这工过了后，就是出代志啊，就是我进城诶时阵，就是阮大兄就传一张相片来讲，迄个第一分局敲电话来呢，你敢有做啥物代志？啊，前一暝我搁咧做这嘛，就是我搁咧学要喷，而且毋若这尔啦，就9月2号我嘛是喷甲规世界，啊，就是我想哇，真正出代志啊呢，就是安尼要安怎？就是敲电话来找啊，讲就是某名人啥物时阵敢有伫倒位创啥安尼，啊，就是回伫拢知影我诶资料，因为我就敲电话转去嘛，啊，就想讲，哇，迄个要安怎？啊，伊就讲我诶车牌嘛，车牌号码，啊，我当时穿啥物衫，我咧创啥，就是拢讲了足清楚，我就想讲好，啊，无来了解看觅好啊，啊，就叫我去迄个第一分局，啊，我就想讲。啊，喷擦安尼，我知影就是可能就迄工嘛，头前迄个相片，就是即工暗时啊，即个相片就是8月27号，啊，经过差不多1礼拜，啊，就是安尼，啊，我就徛我倒摆要去迄个第一分局诶路顶，我想讲安尼要安怎咧？啊，毋过我平常时啊，就是拢会看路边有啥物，啊，拄好共一个议员，就伊诶迄个海报下骹有写一个。这个城市四界拢是美术馆，啊，这个人就是邀请你做伙行，我又甲这翕起来，我想好，安尼我就要用这来辩护，就是这就是我的借口，就是因为你家己邀请我做伙行的，对无？啊，我就来甲你讲好，遮大家拢是美术馆安尼，啊，结果就是这是警察局的面所，就是我有去翕相，留一记录，啊，结果嘛是。出代志就是伊有讲留一下资料，讲我咧做啥。啊，迄个时阵我去到遐时阵，有3个监视器的画面，白仔机的画面，就是咧正面这边也是这边，就是咧翕着讲我可能穿啥物啊，桥倒摆去到遐，我当下喷擦啊，搁走啊，车牌号码嘛有，伊就问讲这个敢是你？我刚来当讲是嘛。因为就是有3个画面，就足明显是我讲好，安尼这是我，啊伊就讲无代志啦，就是遐无要甲你计较，啊就是咱留一下资料，啊看一下解决一下代志安尼就 OK，啊结果过几工了后，伊嘛是就是请我去地检署，啊我想哈，啊毋是讲无代志，啥甲伊去地检署，规日我就去，啊后来知影讲原来是因为迄个。选举罢免法，因为迄个时阵选举要到啊，我踮迄个民进党遐，我就写台湾国嘛，
对吧？我就是想民进党比较袂起来。啊，对啊对啊，就是我有写民进党，我想讲，我来甲恁赞声一个啦，就是我写台湾国呢，甲大家提醒一个对吧？啊，就是结果伊就是可能就是讲是咧迄件嘛，啊，我就想讲啊好，安尼无要紧，我就来提检视，啊入去我就是找无路，就是踮遐说，就是其实过去嘛是超过30秒啊，伊就讲啊你迄个时阵，法官就讲你迄时阵写啥？我讲哦，我写安尼台湾国，啊伊就讲好，安尼这是 T 吼，这是 A 吼，这是 I 吼，这是 K 吼，啊就是好，确定无代志啊。我想哈，啊回去就是记录一个记录安尼，啊就是去用认真啊。所以即马就是台湾国这个是就是台南市第1分局就是有留我记录，啊目前继续写拢无去用敲电话，就是无代志。好，啊，就是像我一个人啊，了后就是风格嘛，啊风格我就会感觉安尼要安怎？因为这算一个坎，就是我头前喷遮济了后，啊到风格就是安尼感觉要继续，我做这到底要创啥？因为我就是想讲，我迄民众遐写台湾国，毋过因看无到满意嘛，啊嘛无啥物结果。安尼，我到底敢要继续做台文，还是我要做艺术就好啊？我要做啥物？啊，嘛拄好就是做伙活动的朋友，就是大家拢有家己的代志，我就转来好。安尼我家己先休困，啊思考看卖看煞要创啥安尼。好，啊后来就到即工2月初4的时阵，就是我去找一个朋友食薰，啊因公司的迄落外口。只有一个迄落放薰头的迄个桶仔边仔就有一个抹布，就是这嘛是人做的嘛。毋过对呢，人若是用了足清楚，做了足水，安尼大家就会稳准伊伫咧呢。因为这嘛毋是保险公司家己做的嘛，对吧？啊，迄个时阵伊送我一张大纸，就是一个这嘛是一个足简单的符号，伊就是目睭甲一个喙尔，毋过大家就知影讲这是咧讲人的面。就是艺术有法度做到即种代志嘛？啊，看落壁顶，家己房间壁顶，迄个时阵做的作品，我到底敢要做这个咧？好，嘛是继续开始，就是我的拍开，继续做。啊，台湾国这个字就是我来练习，我要用对一个字，我就做这个研究，到底要画对一个。啊，迄个时阵我去乌妈妈诶。台湾国诶活动，迄落算讲是啥？庆祝会。对，庆祝会迄落薪水就来，就是有互咱迄落，因为出代志3个人就是做一单安尼去遐做一个讲师，啊，就摕着讲师费。我想安尼这条是爱互伊继续来使用，啊，安尼这条是要创啥？咱无来做大抓好啊，就是因为我过去可能去本山嘛，啊。就是我可能爱早就会开始，啊，可能搁爱惊风过，还是安怎？就是搁爱淡仔紧张。啊，毋过大纸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代志，而且嘛足侪人来做。啊，你打可能你有安尼手绘过，就会当打。啊嘛无啥物破坏，因为人若无爱就了掉，安尼就好啊。就是感觉其实我要写我的这，我嘛会当大纸做好就好啊，就毋免遐尔费气。好，啊后来就变出安尼款的物件，这是2月5号，2月初5 2023年，啊，迄个厂商就甲我讲，因为我落去找，你帮我做大纸好无？就去4个联络，又讲好，安尼请问敢是做安尼？我讲好，对，啊就讲这必开，安尼敢对？我讲对，啊，迄个时阵，迄个图书馆边仔涂骹有一个，我就讲袂歹，足水诶。好，啊，经过迄几工，大纸就来啊，就是足济，因为我做小济，我一个甲做500张，我想讲，安尼就做1500张，啊，咱3个人，一个人500张安尼，来看命拉布，啊，摕起来就足先咧摕迄落。一本书单。嘛先书店啊，就是足先钱啊，我就感觉我足好呀，我要一直分安尼，啊，就是这到即马袂大了，就是搁有咧，
对吧？就是这就是还是我就欢喜去食饱烧饭，对吧？迄时阵就是我就甲迄个出代志的人招出来，来分物件，就是来咱食500张安尼，对吧？就是分去哩，对，这是迄个时阵 Instagram 的迄个发文，我就讲迄个正经上班受过的是安尼呢，因为我一开始咧喷餐，我嘛是想要写字，想要知影我到底咧创啥，毋过后来就发现讲，我改变做大创，我会当分出去呢，大家通做伙来打呢，我就感觉足好诶，就是感谢大家，感谢每一个参加的你，就是代志毋是讲人所想的遮尔简单，好，就是写讲，只要你看有遮个字，这就是要互你的，搁调工写白话字。就下骹就做人讲，我要来，今仔佫有拄着一个，就是我今仔有保护伊啊，经过71礼拜，佫有迄个70礼拜进行的，我袂互伊的，毋过我佫会记，就是我会保护你，就是就爽诶，就是这就是你黑白搭，你看台湾有足侪即种啥物，买通便所卖通啊，还是搬厝啊，还是啥物卖厝啊，就是恁拢会黑白搭啦。无就是啥物，恁兜的门啥物开锁匙、拍锁匙，这拢会当黑白搭，毋过是 OK 呢。甲迄种南无阿弥陀佛共款，就是大概是稳准即种物件就是恁若有服务着，安尼就 OK， 对吧？我就一个小种问就是干，哪会是你？因为这就是一个我谈台南生活的时阵，因为台南市就是细细嘛，我定定徛倒摆，就是对面着我就是后壁就会叫，我就是去对间店食凉的，就是你哪会食干？就是我就甲伊做先讲好，安尼我要甲大家小种问，安尼这是台湾，所以咱爱讲台湾话，无我讲台湾话，别人拢会使，无要紧。就是佫会去过去一寡顺餐水，就我创的所在，就是你佫伫咧呢，安尼甲你佫搭一张，对吧？即间厝就是经过才会当，可能咧要拆掉啊，毋过还袂拆，我毋知伊咧写啥，我无看。就是只有一个布，佫搭一个台湾国，安尼。时间我注意者。好，应该讲会了，对吧？或者就是做了这了后，就是因为过去到28这工的时阵，我拢会感觉足紧的，就是到底敢要出去耍啊，还是我会当做啥？就是这是咱的听嘛。毋过就是若这工有足好耍的代志咧，就是若有这工是我有机会拄着足侪我是知的人，我足喜欢的人，我足信任的人，安尼要安怎？我到底要去，还是我要创啥？安尼我好，安尼无要紧，就是因为这是偌好势，差不多敢是有一9号，我袂记回头我就想讲，我就想讲好啦，回头这当我要出去耍就是好困就是好困嘛，爱认真好困，莫伫遐咧就是慢想回头我就去迄个party我就去耍，就是这摆就是我拄好大抓拄做了后，因为过去我咧做饭菜拢是我家己一个人做，我到这个活动的时阵，我就发现讲，干就是可能现场有20-30个，因拢是咧做饭菜的，就是我过去伫街头看到遐个名，就是写英语的，写毋知啥物语言的人，就是拢拄着啊，就是我就会当原来有遮济人咧做遮个代志对吧？就是我就感觉足欢喜的。迄时阵嘛是有一个朋友讲，你嘛较差不多咧，你应该甲家己看做是艺术家。我就这句话是啥物意思啊？回头无我来试看觅。好，就是过去我想讲我爱先做作品，我爱先做啥物件出来，可能爱做偌济，才会当算讲是也毋是。毋过毋对，就是我是先是一个人。我是先是一个艺术家，我才有法度创作作品安尼。艺术家，或者就是创作作品安尼。有这个定位甲想法了后，我就开始继续拍我的生活安尼。3月时阵，我有一个好朋友，几个好朋友就是伫咧我足毋知影要创啥时阵，或者我就会去外口。
啊有开咖啡厅的时阵，哦，这个人会甲我讲台语，好，我一直去找伊，安尼啊，回头就一直讨论，啊，伊要开家己的店嘛，我就好，安尼我来送一个物件互你，啊，伊就叫我做downtown，对吧？迄时阵咧号名就问讲，啊，你要学台语的无？无要紧，好，啊，你要叫做downtown，无要紧，我就甲你叫做你是楼骹，好，啊，回头我就替伊做，毋过我做了后就是拢是货，拢是红色的，我就感觉毋对呢，就是我去到现场就感觉伊这店敢若足古锥的，无适合，啊，我就决定做一摆，哦，安尼画出来就是，哇，原来我有笔，我有擦，我有房啊，就是我有足侪假丝呢。就是遮日子累积出来，好啊，搁做一摆，就是迄个时阵，因为我看过因的店先生安怎了后，就好，搁一摆，就是因为我是艺术家嘛，我会当做这，就是我送物件互伊，啊，当然嘛爱画较水咧，若画伤歹就是对啊，足落差咧，嘛写字嘛，啊我就好，安尼来做较水咧，啊我就来做一个房仔，安尼啊，想讲哦，因的店可能看起来较古锥，安尼就。莫伤粗残，就是好，啊就画出来啊，啊就是一个downtown，就是英语的讲市中心的意思。因店嘛拄好徛伫咧迄落火车头，台南火车头后遐，啊就是一个，算讲大家拢会当去，互大家去遐啊，啉咖啡啊，就是大家泡茶、烧酒门的所在。好，啊我就踮遮写看觅，就是写哦。对哦，治疗卡开2点钟，用喷擦，就是我第一摆写这啊，就是毋知安尼敢对，回头就是一个艺术作品，啊，就是有送互因。啊，我伫房间内底拄着一只护身符，啊，拄好伫相片内底互大家看，就是伊会食网啊哦。好，啊，伫路顶看着，就是嘛是有人会做这种，就是人的货车，啊，伊就当面顶签名，对吧？就是。因卖，我毋知影因咧追求啥物回滴，就是嘛有足侪人咧做喷茶，毋过因会安尼，啊，这主人敢若嘛无差，就感觉袂歹，对吧？啊，就是哦，我去算18斗啊，啊，我第一摆算着哦，4粒迄落，啊，就会感觉哦，因为之前我可能就会感觉哦，就是。啊！我要救台湾，要安怎？就是我会一直甲我家己，就是囥咧这后壁。毋过其实照顾家己嘛最重要，啊，身躯边的人嘛最重要。所以就是足感谢身躯边的人，因为较早可能会感觉哦，日捌毋敢算，就是啊，我台语无够好，我今日无讲台语，袂使。毋过甲人啥讲诶，就是都无差，就台湾就南遮嘛。毋管你家己糟蹋是安怎，伊嘛是甲你信的，伊袂甲你踢落啊。你一工无讲台语，你一工无对人好嘛无要紧，伊嘛袂甲你讲啥物，你无够大哦，袂，伊就是共款甲你信的，对啊，我就是感觉讲哦，对啊，就是足好诶呢，就是我毋免遐压力，就是我逐工诶生活安怎嘛足重要诶，啊，或者身躯边诶人就是足支持我，啊，有诶人会甲我讲台湾话，有诶人袂，啊，毋过拢无要紧，就是咱拢谈台湾，这才是重点，对无？好，啊，后来就是我看着。就是常常有一个牌子足穿诶，就是啊，像大家足侪人就是因诶身躯顶就写一个顺，这是啥物意思？因为台湾话种可能掠人，啊，毋过是顺诶吼，啊，就是顺感是安怎爱特别写，啊是啥物头毛诶，第这是顺诶甲头毛，啊有啥物是无顺诶，就感觉足新鲜诶，啊，就是这是一个台南诶牌子，伊叫做香南诶迄落，就足芳诶迄个芳。啊，南是南火诶南，就是向南。啊，伊就是大家会当去看觅，伊足趣味诶。伊看起来敢若是头毛店，毋过其实毋是。啊，我是安怎画这图？哦，就除了写字以外，我嘛介意想讲，安尼若是有一寡图咧，就是我若写字，看有大部分诶人较看有，啊，我若画图，就是大家拢看有安尼。好，啊，伊踮遮讲写讲，袂当踮遮打迄个广告，我好。我无打，我用画，安尼，对吧？啊，伫路顶拄着就是哦，顶摆是使嘛有咧喷菜诶人好，就是来甲你互动一下，对吧？今仔嘛有拄着一个呢，LYJ，好，无要紧。可以是台南的，咱今仔日高雄。无，这是台北啊。
毋过遮人是拢南台湾拍照啊，就是开始咧做这了后，就发现讲就是有诶人真正是台湾，就足过来咧走诶，世界拢会看到伊诶签名，对吧？我就甲这干那是你搭咧安全帽后壁，我停车场顶诶时阵就会当甲后壁诶人拍招呼安尼，对吧？就算这啥翕这我毋知，对我感觉这个必顺是伊画诶，就是一个朋友诶迄落喇叭，伊画必顺我感觉足水，对吧？就是经过遮济冬，我嘛是共款，看到啥物有感觉足水，我嘛是一直欠落来，因为这种思考甲消化可能是长期诶，这个物件可能我今仔日毋知啥物意思，毋过我可能过2个月就会知影，2个月佫毋知，不一定佫共人讨论，可能过10冬我就会知影，原来是这个意思。这个我毋知影是啥，嘛毋知影这是对，毋过我感觉这电火条啊，就是因为敢若打到诶迄个电火条啊下骹安尼啊，遮大块会当互你画，而且你诶手足冷，就是对啊，伊是足冷，毋是足冷，是足冷。我感觉足新鲜诶，就迄个时阵网络大家咧写，对吧？你看，就是足侪人会做这种足趣味诶，敢讲伊诶画图诶技术敢有足好，感觉嘛无需要哈，就是为你做啊。我感觉看到就是赞哦。边仔这是看起来就是讲是日本话，毋过伊其实是英语，对吧？伊毋是拉到迄个，伊是 soul of coffee， 就是灵魂的咖啡，对吧？就是嘛是迄阵欠落来，毋知是安怎。好，这时阵我就除了去图书馆看册了后，我嘛是有想下四界学袂话，毋过就袂遐尔济我会较平衡，就是袂全部拢我一定爱一喷，就是我嘛知影身体爱顾，就是我生活嘛爱顾，就是现实嘛最重要诶，对吧？就是家己顾好，才有法度去莫麻烦着别人，才有法度去看要来创啥，因为家己拢顾袂好势。就是出代志安尼嘛，咱可能就无法度继续舞啊。我去找朋友啉咖啡的时阵，就是淡遮话是只鱼足大只的，这个时阵最拄好拄着伊，就是又送我一领迄落抗白的衫，就讲你敢要写伫咧衫面顶？我就对呢，敢若会使。这个时阵就是甲一个朋友，就是讲伊若看无这汉字啥物意思，用着汉卡。这个输入法就是你放咧后壁，伊就是会甲你讲丢图要安怎写。这个我嘛毋知我啥欠的，就一只爷仔咧找迄落读册灯，就是咧找电话。后来就是我头前做诶遐个迄落作品，我发现讲我印伫磅礴袋仔面顶是会使诶呢，就是本地诶技术搁小可变巧者，就会当变做新诶物件。安尼若来印刷咧，若来写台文咧，会变安怎？对吧？我就赶紧走去迄落册局也是美术社，反正我毋知就是凊彩去买一寡货买，就是感觉来我就赶紧去做，我就做一个足简单诶台湾国安尼。这个坑就是细细，所以我诶台湾国袂当写伤大。后来就第一版。就是拄仔迄啉咖啡诶迄个人，伊送我一领吊架，讲你敢要用看觅安尼？我就甲引起啊，我就讲袂歹呢，足好耍诶。就是种这，对啊，就是其实嘛才差不多1冬尔，对吧？就是发现讲原来头前发生遮侪代志，是因为安尼就是总有一个就是时辰是啥物时阵，你会知影讲原来。你行车是因为了解这，行车是因为安尼，所以就到达原来是安尼，就是就是衫面顶嘛会当写台文，就是虽然头前已经有人做过啊，毋过我家己实际搁做一摆，才知影讲就是感觉足好诶，对吧？就是生啊笑起啊，就哇，足好耍，一直耍，对吧？就是开始我袂用，你看这倒面这啥，这是。过去嘛有想要做类似诶代志，我是用喷擦喷，毋过就是效果会足奇怪，对，就是原来即个色料是爱用无共款诶，佫摕转来送互即个人，就是嘛甲伊感谢。
啊，这个时阵的橡皮，手野的橡皮开始毋是壁，毋是啥物壁，是空白的，就是开始咧看，你的衫就好看，就好翕者，就是收集大家的衫拢是安怎安尼，对吧？啊，这是一个随风台湾是一个拍 T 的组织，就是嘛是咧做衫，啊嘛是咧放音乐，啊这是一个我毋知这是啥，规日就是足够水。啊，开始收集一寡逐个人的衫，啊，这个是马达秘鲁，就是这是一个饮起来就是秘鲁，毋过伊毋是秘鲁，伊是甜的，伊毋是酒，啊，我感觉足赞的，啊，伊拄啊好用日本话写，还是台湾话写拢会通，我就甲伊做成衫安尼，啊，就是我就当行去迄个店，啊，就讲我有点济，对吧？论点，差不多。你时间就要差不多，你爱留时间互 Q&A， 啊，即摆已经台湾就要超过12点啊。安尼，迄时间我就要讲了啊，我赶紧加速。感谢提醒。啊，后来就是佫有去 party，啊，就是好，迄个我就拄着一个，因为去拍的时阵，就是迄个我有看到遮有人咧喷餐的，就是足餐的，佫有反光，我就去问一个，就是行去遐就看到有一个看足久的艺术家的先辈，就是看到本人呢，伊踮遮，我就赶紧去找伊讲好，安尼我要来问你一寡问题，安尼我问讲迄个就是我follow你足久啊，拢有看你的物件，我感觉你做的代志足赞的。伊就讲多谢啊，你嘛有咧学白话对无？啊，你拢签啥物名？我就讲我逐家拢无共款的，因为我有可能会写短稿，有可能会写爱困，有可能有写是画鱼啊，安尼就是我也毋知，因为有的人可能逐工拢写共款。啊，又讲拢无人拢嘛不要紧，就是无差，就是伊讲一句最重要的点，就是你爱先有量，你爱先创造。比如讲，你画一摆，甲你画100摆，甲你画10000摆，你台湾国若写，像台湾国这个字，我可能写，我算袂出来有几摆啊。就是画伫纸，画伫路面，就是我有遮有量的创作，我有遮侪行动，我才有空间去思考讲这是代表啥物物件，安尼，我就感觉足好诶。啊，迄个艺术家是咧喷漆的，啊伊嘛会喷到人的身躯顶，就是这。啊，迄天我第一摆穿我家己做的衫，就是迄只鱼仔我甲用起哩，安尼。啊，这是我的朋友，足爽诶。好，啊，party 了转来，我就感觉毋对咧，就是有诶钱，有诶物件是用钱嘛买袂着。安尼，迄个时阵我就甲迄个头家讲，我无爱阁做这个工课，就是我感觉爱调整一下。伊就讲好，啊无你下早莫来，你下晡来就好，啊就开始继续做。好，回去就是阁来，安尼我想要过啥物款的生活咧？就是钱买袂着一寡物件嘛，对吧？啊，安尼我想要创啥物？我也无法度知影，毋过我知影可能我无爱坐，啊，豆我无爱愈来愈坐以后，我就会知影存落来、留落来就是遮安尼 OK 会使。好，啊，就是继续诶做衫，啊，就知影讲我若一边红色，一边小可乌色，就会变色安尼。对，啊就开始算啊笑去啊，一算，啊就是来出衫，就是旧年诶这个时阵，对啊，啊就是出这个衫，啊，过来就是这个我上重要，就是过一摆拄着我妈买到国啊。啊，其实平常时啊，我家己的生活嘛，无啥会甲因联络安尼。啊，迄时阵就拄好因放送这个报名单出来，啊，我嘛共款放送讲，来，我做衫，因为这嘛是我这衫打出来了后，就分享，大概就是变去啊，就一直流血，讲我卖，我想好，安尼我就来开迄个单啊，讲来大家买衫的，我统一这时间就是来注文。啊，我拄放出的时阵，就是台湾国的活动要开始啊，安尼要安怎？就是我感觉，就是哪会分开伊，啊，敢要就会算，啊，拢用台湾国呢，对无？啊，就是好，啊，就是我第一届感受着讲，就是我就问讲，迄个论坛，迄个安尼要安怎？就是我嘛安尼，我感觉怪怪呢，就是敢要做伙创啥？啊，我迄阵就讲。
也是迄个有参加的人一人一领，啊，迄个时阵就讲哦，差不多70几个，安尼你一个人敢买会付？因为7月23才知影，啊，隔一礼拜，也是2礼拜，差不多就是连面就要到啊呢，安尼要安怎？就是论样讲，也是来现场教大家印，我就感觉，敢会使呢？毋过虽然讲我遮呾家印起哩，差不多1个月啊，2个月尔，后1个月无够尔，要去教大家印好，安尼我就是爱拍拼认真，因为爱教大家印是无共款的。啊，我第一届发现就讲哦，若有人开一个头路，踮遐啊讲啥物工课，啥物几圆要请你，安尼嘛会使。啊，毋过嘛有另外一种是。你家己讲，你想要做啥？啊，你家己去找讲，你要替啥物人做啥？你家己去开讲，安尼我收偌济，咱会当创造出头路，就是家己做头家，嘛无一定就是你只要别人讲好，啊，你家己嘛做会到，安尼咱会当创造出任何的工课。就是我第一摆感觉到即件代志，啊，这物就是我知影即个代志，像我规个欢喜到无足困，就是。想下嘛，安尼敢是啥物代志拢有可能啊？就是敢要创啥就创啥呢？敢是啥会当安尼？就是迄工困袂去，我又去顺产水，我就穿家己的衫，就是过去的迄个作品呢，就是去甲伊翕相，我就真欢喜，袂歹，就是时间都要到啊，毋过爱早大家，就是爱带大家印嘛，安尼好啊，安尼赶紧做房啊。我就赶紧找台南有迄种网仔帮的师傅，好，赶紧，对吧？啊，就是拢做出来啊，就是做水的。啊，拄好迄个网仔嘛有一寡变的图，就甲伊全部做成迄个网仔帮。啊，这种物件就是其实甲喷漆共款，伊嘛是嵌起哩，啊，色料泡过了后，就是着起哩啊，等伊干，就是就会变做一领衫会当穿，对，啊。这个时阵我真正是一工欢喜甲无度困，就是一直跳，干，就是一步一步行到遮，足欢喜的，就是无简单，遮日子足精彩的，非常足赞的。啊，就是一直印，就是我要练习，我要教大家，就是我印甲边去一直印。啊，迄时阵住一个细的套房，差不多4平无够，就是我嘛是我都一直变，对吧？就是才1礼拜尔，我感觉无够，安尼我就拍拼练习，对吧？就足痟的。啊，就是去台湾国，就是热点味都够啊。到的时阵就是，就是品质的保证啦，就是我嘛活动就是，无烦无恼，安尼来看大家要创啥，安尼，就是小解，对啊，摕着嘛是摕着 passport，就是所有物件拢用台文来写，就是你看，有神紧拜，有台湾国紧来，这是第2车安尼，就是教大家印，就印甲就好耍嘞，就是共阮衫囥落，房仔囥落，色料烤过，一领衫就会当完成，安尼，差不多5分钟，毋免5分钟啦，就是头前甲后壁的整理较够工安尼尔，看到大家穿，就是我就感觉足赞的，就是，对啊，就是身躯面顶有台湾国，咱嘛咧创造台湾国，对吧？就有一寡物件，有一寡相片，对啊，这大作当然嘛是，我看到有所在，我就去打安尼，对吧？有一寡迄落创作，这是大螺啊，到底是螺还是螺，还是倒一个？嘛是继续创作，对吧？来一个结束好啊！我感觉，对，台湾国参加了，这年我嘛无对一半为着我当然嘛是继续舞，毋过就是心内有小可的物件无共款啊。到底是啥物咧？就是我就甲伊做成，就是有甲摕这个概念甲别人讨论。我感觉过去的我是安尼，就是可能我创作作品，我才会当是艺术家。我爱先有创造台湾国，我才会当做台湾人。毋过毋对，就是我是先是一个艺术家，我就会当我做的物件拢是艺术，拢是作品。我是台湾人，所以我行到倒位，就是我拢有才调。
我看到的台湾国是啥？对，其实是安尼，就是我行到对倒位就是台湾国，啊，咱有才调安尼创作。若是有100个安尼看的人，1万个安尼看的人，还是有10万个安尼看的人，就是哇，安台湾国就生出来啊。好，大概是安尼，感谢罗拉。所以，对啊，我无看工商服务的时间。好好，因为对，安尼歹势歹，阮头前讲介济啊嘛，多谢塔伯分享真精彩。对啊，煞的时间就对，对啊，先互上尾工商服务时间，啊然后再来 Q&A。就是即马是就是做一个迄落艺术家的形式。啊，我有开一个迄落 Instagram 的口座，就是来无清是做啥啊，毋过喷漆还是啥物，其实我无啥确定，不一定有感觉我就会做，我就会发生啊。啊，无清是咧做啥，就有做一个可能台文的物件，我会甲写落来。安尼就是我无爱讲台湾话，今仔较忝无要紧，就是啥会讲话啊，我去行迄道对就会当支持这条路的人，安尼对吧？啊，就有做一寡啥，啊有趣味的就是会当 Instagram 联络。有单我开去，好啊好啊。我开去迄个网链，直接等互大家要注文的，当去注文。毋过即摆就是直接大家有要问问题。对啊，就是煞来就是 Q&A 的时间安尼。好，留时间互大家要问问题，咱看直接开麦克还是举手拢好势。哦。我看者对他。啊？哦，伫倒位看？我来遮看者对他。有真棒的讲了，拄啊好。下礼拜准备一种迄落。紧来买有人打啦，回面打。有人买啊？回面打。多谢。回面打。对啊。即马是迄落。你会当对。啊。好，我想要安尼，若即马无人举手，毋知我想要邀请一下陈雷生。我想讲，就因为创作啊，我无法度对，毋知影陈雷生敢有啥物对看法，因为阮其实无甲较先摆人讨论过即款代志，其实。今仔这个节目真特别吼，啊，无想着讲伫咱世界文化讨论也会当讲到这个伫街仔路喷漆的代志，真深色的题目啊，结果实在是，你若表面上看来开始吼，你是感觉讲，你是咧讲啥？讲到上尾啊，句啊。问着讲你即摆咧创啥？啊，才知影讲你即摆是你这贵个是要创啥货？一个真欢喜的结果啦吼。是安怎讲咧吼？就是讲吼，我也无想着讲你会当为即个流浪的喷漆的即个生活吼，啊，行到变做家己创一个真有意思的行业，吼，家己喜欢的。有开创性的行业出来，命家己会当生活，佫会当创作，啊，照家己的观点落去，影响别人还是影响家己，这是一个今仔这个题目足大的意外啦，我是无想到讲结果会遮尔较好啦。是，恭喜你！恭喜你吼！因为吼，你有迄个智慧，通找到这条路出来。我相信100个人喷漆的吼，可能无几个会当找到这个好的路出来。这是一点。所以恭喜你当然恭喜咱世界台湾文化赢。我相信吼。喷漆的题目吼，伫全世界的讨论会内面，这可能是特别是用台语讨论，这是第一摆啦。以后可能会有会无吼，我是毋知，但是这是开创第一摆。第二吼，讲一个较无输赢的啦。我最近看一出意大利的
半纪录啊，半正式的电影，短短的电影，差不多45分钟左右。啊，伊的题目是讲我的老母啦，吼，Mia Mother 吼。啊，这主角吼，两个主角，一个主角是一个做电影的导演啦，吼，小可有成功，小可无成功，电影的导演。啊，伊吼不时都爱安尼经过足济困难来完成一片电影档，啊，做代志真认真。啊，另外一个主角是伊的老母，啊，伊的老母吼啊，有一个破病真久啊，有一阵啊，吼心脏衰弱。啊，这个规个电影就是咧讲吼，伊的老母为这个破病入院，搁倒来厝里，搁入院，搁倒来厝里，啊，真久的中间，渐一直衰弱，到尾啊，过身去，这个过程安怎影响伊的查某囝？这个导演的查某囝，哦，啊，伊的导演的查某囝，哦，安怎因为这个拍电影的过程的压力啥货种来影响因老母这个死的过程，哦，啊，这真简单的电影，但是表面上看起来是真sad的电影，但是哦，其实也足有意思啊。啊，我讲这个是因为安怎呢？我是感觉吼，你喷杀这个人吼，有较特别的所在，就是讲你开始喷杀，什么原因？是因为你了解讲，你伫你台湾，你的母语的环境内面，袂当用你的母语正常来生活，哦，啊，你感觉讲，这个物件一直咧无学去，所以这就是你过去这几冬所做的代志的一个动力。你安怎要来应付这项代志？哦，这是你上主要的动力。哦，所以这我想着讲吼，我讲一句话啦吼，啊，我相信讲是正确，就是讲，这个母语哦，咱人有两个母亲啦。哦，一个生咱出来老母。哦，20当前、50当前，生咱出来老母。第二个母亲就是培养咱头壳大汉，培养咱做人大汉。迄个母亲叫做母语。所以这个母语甲你的母亲实在是足相共。哦，安尼才会我想着讲，这出电影叫做《Mia Mother》，我的老母。啊，甲你今仔讲这话吼，个代志吼，啊，拄像一个影甲形安尼对照起来，足深刻啦。哦，多谢。是，感谢。多谢陈医生。啊，我想讲刷来，我想要问迄个梁光兄，因为你开始进前，就是常常甲我闹话讲约着，讲要讲啥，毋知甲你约着敢有共款？迄个梁光兄访问一下。我是感觉约着一半啦。我本来想讲，恁会想讲要来讲这个台湾国的这个活动的代志啦吼。啊，想袂到讲吼，伊讲敢会是你吼？我想讲听了伊讲，敢哪会遮深色啦？啊，我会感觉讲吼，你的名我嘛个讲袂出来啦，什么 top 401还是啥物款？你去解释一下无？啊，我会感觉讲，你咧讲的时阵吼，我感觉你实在是一个天生的艺术家啦，吼。啊，我现在会讲安尼，你一直咧含社会咧对话，啊，你嘛一直咧含家己咧对话吼。啊，而且你嘛真不止啊坚持你的想法吼，啊，这嘛是体力家吼，会足需要的迄个气质啦吼。啊，其实是艺术家是画水画歹不相在，毋过你的图内面，你的设计内面足尔啊水吼。啊，即种物件吼，伫阮洛杉矶啦，你若有来洛杉矶吼，
你爱去迄个东趟，遐有一个叫做 Art District， 你去吼专门就是拢规个街吼，毋是讲一条街，迄规个迄个区吼，拢是咧画 graffiti， 啊，拢画甲足水吼，啊，甚至嘛有迄个艺术展览是专门咧展即个 graffiti 的即种的艺展啦吼。啊，我有一个问题想要问你啦吼。你拄仔开始的时，我有注意到讲，哦，不管发生啥物代志吼，啊，拢是上好的安排啦吼。啊，因为你是伫足早讲，我是要问讲，你是到对一年，你较开始有即个感觉，啊，甲即个写落来嘿，我会记你迄阵是讲先试看觅，先试看觅，你讲当时啊，其实我感觉，若像是对即句话出现几啊摆，就是我可能读啥物的时候看到，读啥物的时候看到，但是有阵是伊可能出现几啊摆，毋过就会提起，就是啊，你咧好笑。毋过有一工伊行入来我的头壳的时阵，我其实我无啥印象是倒一档的，毋过会当确定的是就是这4档内底就是。哦，我知影讲原来是啥物意思，有可能是参加迄个我妈妈第一摆，就2023的时阵，对，2024，对我竟然我咧喷菜的代志，但是我感觉这无效，毋过有人感觉有效的时阵，反正是迄个时阵，对吧？那有人会用钱甲你坑啊？对啊，就是讲去买菜，对吧？我感觉即句话足水的啦吼，就是讲到尾就是讲哦，不管发生啥物代志，啊，你讲认为这是上好的安排，这个是对你家己的足大的肯定吼，啊嘛是一种感谢吼，啊所以就是讲会当想象着讲，你既然讲要坚持拢要用即个台语来生活吼，啊你嘛无爱看着中文，我想迄种的生活我实在是真歹想象吼。应该是会感觉讲心肝会感觉讲真不平嘛吼，啊本地是咱的所在，啊煞变甲安尼吼，啊真我会想象会感觉伫咧生活会感觉讲真怨叹吼，啊怨东怨西吼，啊伫迄个情景内面个情景讲哦，原来哦这是一切拢有一个目的，啊这是一个上好的安排。啊，其实这是基督教的上重要的一个教示啦，吼。哦，哦，你若去听，你若去教会，吼，啊，你来讲，啊，内底讲有一人咧甲伊讲哦，哦，你虽然拄着安尼，但是哦，你爱相信哦，上帝吼，拢会为你安排的拢是上好的，啊，每一个人无同，吼。啊，其实阮昨昏吼，其实咱有一个叫做即个。白话字圣经读册会啦，吼，啊，即个会原来诶用意是讲要招一寡台湾国的青年啊，爱读白话字的人入来读册，所以是无甲号做查经班啦，啊，所以到即马一直差不多舞到四五档过啊，即马剩固定差不多有5、6个人咧参加，拢是每礼拜5吼。每礼拜5，阮遮个时间每礼拜5下晡时，啊，就是每礼拜6，迄个台湾时间9点。9点。啊，即嘛是，即马咧准备这个教材是一间台中一间叫做复兴教会吼，听懂啊，所以咱用迄个用一段小啊段的即个经文，啊，大家来伫遐分享。都同你当讲。哦，啊，因为昨哦，昨咧讲的经赞吼，经文拄好含今仔咧讲的题目，少年啊类似啦吼。啊，因为咱时间无讲足济，我可能无法度通讲啊诚详细。毋过就是讲，迄段经文我本地拢读毋对去吼。啊，拄仔伫遐咧讲的时候，忽然间一个灵感出来吼。是迄个经文是伫迄个路加吼17章吼第1节到第4节啦。你若趣味较去，我足简单讲啦吼。伊就是讲迄个
咱人拢难免拢会犯罪啦，拢会犯错啦，毋过迄个若讲有人调工要设一个一个局去互人犯罪，迄个人就爱不如讲妄出事就爱沉入海里安尼啦佫落去第三节和第四节就是讲，既然有人犯罪你的兄弟有人犯罪，你就爱甲伊指责你爱甲苦劝甲指责毋过假使伊若有来甲你会失咧不管几遍，你拢就爱甲赦免啦所以即个中间就是我迄阵忽然间的感觉，就是讲，其实耶稣咧讲即个比喻的时阵，伊是咧批判一个体制啦。你即个无公义的社会时阵，就会引诱人去犯罪嘛。你无犯罪，你就无法度通生活迄种的情形我想咱来活伫一寡较无公义的即个会去感觉到即种的情形啦所以迄个经节拄好含即个今仔日讲的，我会感觉讲小可有关联就是讲咱拄着即个体制无讲的体制，当然咱就是爱甲伊拒绝，即个无应该存在毋过咱家己咱伫即个体制咧生活的即个兄弟姊妹，咱难免会犯罪嘛所以伫迄个中间，咱就只互相接纳若是讲有个人伊就较慢，伊就中毒较深一寡思想难免会有较奇怪的思想难免会讲一寡中国话迄咱就爱伊若有家己自我觉醒安尼咱就爱甲接纳所以我是感觉讲有关系。就多谢两公兄。就对啊，其实要分享即个课题捌真正嘛，小可紧张，毋捌安尼分享过，是。好毋知影大家敢阁有人想要问问题？看开麦克举手，还是去伫迄个开讲室拢会使。好，安尼因为我无确定敢阁有咧录，毋过安怎我先做一个收尾，对。就是因为咱台湾时间嘛，已经要12点半，对，安尼真欢喜今仔日邀请到 TOP 41酷冷媒，就伊迄阵咧做冷气的时阵，创的冷媒，就是伊用这来做品名对，来甲咱分享就是一样创作伫百样病，对，嘛多谢大家做伙来收听，阁有互阮无共的交流。多谢各位台湾国的乡亲，安尼咱今仔日的世界台湾文化论坛就到这，多谢。对啊。你当麦分享我对啊？我无即摆毋是我。即摆毋是你。对啊。即摆是梁公兄要来讲后礼拜的代志，安尼请劳烦梁公兄。哇。无声咧，梁公兄无开麦克哦，梁公兄敢毋咧讲？梁公兄无开着麦。对，梁公兄敢毋是咧听，毋过梁公兄无开麦。安尼敢有？有，即摆有啊。有听到无？有。安尼好，安尼迄个甲恁拍谱，甲恁恭喜啦欢迎继续来参加既然咱是文化论坛，咱就是爱足开放，所有的即种的想法，用台语讲的拢是咱好歹，啥物拢是咱台湾文化的一部分啦咱后礼拜即个节目含今仔日足无共咱是要讲要照顾老人这是阮足需要的即个过主安伊真难得啦伊伫美国的咧读册和教册时间做阵来参与即个台湾的即个台湾社区的文化工作伊办过足侪大型的即个文化活动
包括威利宴吼，咱大家较知影吼，伊个饭店 home 诶世界首演嘛是伊办诶啦吼，啊，搁有台湾迄个Acapella 迄个啥物世界冠军诶吼，啊来美国吼办吼嘛是拢伊主办诶，啊伊伫即个美国诶时阵访问过200几个即个台美诶家庭吼，所以足有实务诶经验吼，讲看伫台美人安怎照顾因诶长辈吼，有足吼，所以咱期待吼，咱后礼拜咱过来听咧吼。啊嘛欢迎润婷吼，啊含即个读报数1讲读报，因6摆咱困会起来吼，迄个9点吼来参加第2圣经读册会安尼。9点哦。会会知啊，会知。我就是后礼拜四，无通常咧是。是，多谢梁公兄。多谢。我尽量参加，嘛对互讲着，对小赞诶物件对。是。安尼，即摆秀完这也是已经，我已经秀完这。伊讲伊要出门。录影迄个停起来，你敢会当停？我才会当停。